哎呀，佢聽講嗰陣歡迎咯，到底嚟想聽邊啲學嘅節目？今日你往時講嚟講去，要講佢哋歸納嚟話題咧，人哋即係人嗰隻狗夾，嗰啲人隻狗夾，咁你即係咪叫俾狗人講嘅事？所以呢禮拜咧歡迎咧特別嘉賓，到啲Clubhouse 成介紹 Clubhouse 下面嘅特別嘉賓咧是，哎呀，小話 Clubhouse 係個 freeze 嘅，邊個做 Clubhouse 啦？我呢個 you Google Meet 嘅位。Google Meet 嘅人，哦，Google Meet 人我借咗啦，嘿，你冇導航個到邊嚟哈？因為是車啊，呢時有冇困啊？是車。我到英國，所以我時間。哦，到英國，我成個台灣，我成個都到啲台灣嘅嚇。我到之前到台灣那邊度叫我到。OK，未怪，我成個點解都嚟參加錄音時都是到啲台灣嘅嚇。對，未怪，我成個我自己 confuse 嘅啫。我那也在看，我就覺得OK，頭我感覺anyway 換點先嘅時候，咱無講正暗嘅時當金所以變做這我啊嘛，northern hemisphere 人都。今次係你食早咯咋 ？because 我同你無錄個4點去咋，但係我就是講我人換點先了。我冇關係啦，冇關係。美國我點聲嘛，我美國我點聲，但係雙較早咯。我即刻買 Boston Daylight Saving 啊。對 Daylight Saving end 了嘛。我就是 Daylight Saving。冇關係㗎，我你就是冇關係㗎，你夠影響你就教我做隻話就是冇影響啊。對。特別我少時 video 就等過咗。because 特到第4嚟到8點鐘時早起5點啦就揾。我阿 John 已經換啊嘛 ，John。我當今日個1點幾呢，我早起就未困車，就是呢我早起我點聲，我早起7點我就被 start 落 email 就特別6點幾就被車啊嘛。平常時我是7點車啊，就冇7點半車啊，8點落 email 就睡早啦 weekend。特別我當今6點幾就被車啊，就喲。所以明白。你看到我是就我呢一步無好嘅，就是正我特別早車，特別at least 亂個無愛困過啦。你一個隻人同講，可能同佢到啲 Clubhouse 唔是啲 YouTube 下邊嘅 YouTube 下邊嘅朋友咧 ，YouTube Google Meet 嘅朋友，就是後點啊龍啦個車有個，乜就係嗰度去拋個幣。哎呦，แล้วก็有人嘅，咱慢慢講嘛去識啊。แล้วก็有即係曉樂，曉樂就去車時本是愛困，你問講我7點 complain 伊5點8點啲，甲阿三六三本是5點冇阿三六三是講話。哦，阿三六三幾點？6點啊，7點。伊是East Coast time 嘛。哦 ，East Coast time，OK。So 我甲你清楚7點鐘啊。所以你快我7點鐘過。我都當2點下邊啊，2點幾啊？當見2點。你話閒，你話個閒，閒嗰啲背面追，你愛困咧，話困車時都背面。早起7點幾啊？我早起嘅 skincare 嚟哦。哦，早起 skincare 是小 dogs 啊。小 dogs。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เต่าเกลือเนาะเต่าเกลือมันสิก็แช่ก็เต่าเกลือก็ไม่แช่ก็ว่าทูเช่我見識啊，我嘛就嗰個把拖咧。你嘛在去拍拖啊？在去？哎呦！睇見搞我老母拍拖。我靠，你老母拍拖？嗰個下晡搞我扮咗拍拖。哦，頭這是去看買手啊，定是去看人看女手啊？OK， 你咪一邊看嘛，一邊看 boyfriend 咯，係咯。冇得好係嘛睇視嘅使。你咪拍視咩？我叫我咪睇視灣嘅，冇見咩邊。我叫你咪睇視，你唔是拍視。唔要緊啊，佢隨隻好嘅，再去台灣花啊，快嗌哦。我嘛希望嘢坐我去吧，咯你。阿 Joy 嗰啲地去呀，落伊。搞我病去啊？那邊老啊啦。แล้วก็ก็ว่าไงบ่เหมาะบ่ตาห้องตอนที่เองกอกแล้วตอนกิมเนี่ย7點7點啱嘅7點啱嘅7點 OK 噶啦แล้วก็ว่า後生來開聲後爸爸看啫就這樣รู้啦
死我搞啊！唔係啦，冇款請呀。唉，我看到大漢啊，未見你都係冇看到你喎，你冇嚟參觀卡拉 OK？啊，啊，等陣你講啊，你是想象噶啦，伊講話你是想象個。你句想會啊，等我對話喂，誒，你冇大，你冇細漢，你頂到細漢個當然冇細漢啦嗬，當然你30歲啊未？啊袂，你幾幾？日出唔知白，二倍哦，自卑呢？二倍對。我根本會做伊老白死啊！係咯，我就是老闆啊，就咁講。我唔是兼淡薄，你直情係識做老闆。我就做伊爸嘅，所以嚟，come here 咋？come here 冇開，唔係啊，係咪買？唔係 OK，咱嚟等，OK，咱嚟等，慢慢等你，等佢一開。 ，OK， OK，要冇得到啲咧，你看。所以按把這小佬係咪咪嘅大字被 complain 時啊，complain 我試把教我都放喺 Facebook 度俾佢哋。誒，唔係啊，你關啊，先嚟啦，嚟。誒，唔係嘅，唔係你要 run time 啊，嚟個。歡迎你開啊！免啊，你拍攝啦？壓力嚟，你要是把路困車 tension 啊，呀要。把路。誒，講我個 holiday，你知道 mute 嘅？做咩事啊？我做咩事？我真做咩事買佢 camera 嚇？一個月把個 content 呢？你借你啊？你要表弟啊，直接諗咪 complain 我就到 do it 嘢啊 ，OK？好，一開 camera 就嘢嘛。好。係啊，等陣啊，我阿 John 都第一個講我 yes，我成功了。嗰啲福建字是 peer pressure，阿佬 peer pressure 啲福建話而家講。點樣 pressure 先？學朋友逼啊！嗱，我後生，嗰時人哋笑兩個都話，嗰時係唔夠咧。我老啊，你個見阿 P 個啊想啊，嚇，我老你個見阿 P 個，見阿 P，即去帶接 man ID 嘅接。你個做咩事？你咪照你呢？唔是，啊，小紅，嘅啲嘢嘅先咯，唔得叫做打俾嗰隻股。啊，當然，呢首咪看到特你兜人嘅了，冇事，但係是看到一坑。哇！20幾歲，你話計會啊？對咯，我本來對佢接幾歲咧。我嘛希望。我冇買喎，我買對佢接幾歲。我唔是對佢接幾歲，那是講我當劍，我做緊這物件。當劍是接幾歲嘅話啦。你學我當劍是接幾歲嘅話，唔是講佢對嘢你教授點解？你有嘢辣，你有精神，你有嘢咧。想愛做緊這物件，愛去緊這。把這個才講嗬。那是你見你自己入去，你要做咩物件？當然請你要佢哋算嘢，我同你講。嚟，我寫起嚟。我即係成日俾對面 complain 嘅時，我是真係是一定把你入幾盒啦，俾對面 complain 嘅嗰陣呢。係咩嘅？我對面係咩嘅？我對面愛講。嚇！我說我點把你入幾盒？哦，那是講if you're in your 20s， OK， 我寫what will you do？ OK， 哎呦，媽，咩事？我 keyboard 嘟。你有邊嘅幫人你 keyboard 幾每晚做咩事？叫做做我 topic。微字 board， 你 keyboard 微字 board。我係咪叫大啲？喂 keyboard 嘟喎。If you're 20s， 哎呦，你咩事？你有8名啊？你 keyboard 點面冇？冇啊。If you're in your 20s， what will you do？ OK，
What would you do? Okay. Alright. So 我寫起來啊，或者係咧寫做啲話題。OK，當然啦，每到啲做外國人嘅頭先每位後生話，489，你聽到你不有想過，還是免聽到當機，還是聽到有想過要做外國人哦？唔係啊，馬來西亞上好強啊！所以你唔係想過要想要做外國人咧？但係咧想到。時咱每條講有你成個阿龍嘅債啊，咧有人成講正興，成我去個做讀冊啊，你看，特別你唔捌想過會去做外國人，唔捌。我是感覺這邊好似好大。有呢真係好大。哦。我想講。係時啊，真啊，久無講福建話。啦，就是個講啊，對嚟就久無對嚟一直頭唔要講起。淡薄啊，給我機會啊。好多機會。唔知啊。你個道具老人講看，我痛。我阿 John 啊，真係好啦，我這句，伊過嚟講咯，我講了可能炸咧。伊是講未出，你講出來我唔知你講咩。講嚟有我話嘅就，你嘅時要抓出條路啊！我知啊。嚟講。我講了可能算呢。對。嚟你講。489，做咩上你嗰部隊嚟？冇影嘅。拍拖啊？冇影。冇影是做工還是拍拖？隨做工，然加厝人。安尼講咯，甲厝內人做咩？厝人嘅物件。厝做厝嘅代志。做嘅代志啊。OK，明白。OK，然後我每到對起嚟啦，你講，頭先就住一下。OK，阿什勒沙本來唔係什勒沙，係咪嘅 ？Complain Canada 嘅Milo，係只是係念嘅事。我冇想嘅嗬，Canada 買咯。這邊嘅Milo，依時到嚟嘅。個頭姜啊，冇教主意喎。哦，清。啊，是馬來西亞。你人特講Milo，Canada 嘅Milo 冇好啉，特別我講古冇啉Milo咧，我唔知講Milo。你冇想嘅咩嚇？哦。我只古冇啉。Milo 係龍狗嘴嚇。咩？清啊！我問你嘅加拿大Milo 是得一國嚟？Switzerland。伊冇寫。我咩？我是 Switzerland 嚟嘅。美國嘅是到啲 Mexico 嚟。Colombia。我這邊 Switzerland。美國嘅是 Colombia，我乜味嘅啦是 from Colombia 啦。哦，我去我是 Asian 嘅店嘅，你去看一下 Product of Mexico。後悔我特別去 check 嚇，我特登看到特別我冇買 ，because 正甜，Milo 正甜。冇，這個冇我嘅甜嘅 ，Switzerland 嚟。哦 ，OK， 比較濟 chocolate 咧 ，actually。對，加隻 chocolate 較舊，那這邊 Canada 係嗰啲牛奶粉嗰啲嘅。冇啊，我呢咩都是台灣嘅加濟 chocolate 嚟咯，特別正古冇俾啊。嚟波劍啲阿什勒沙咯，嗱，個波劍啲波劍啲講成，波劍啲你安怎會去帶到加拿大？แล้ว你是加拿大人，還是公民，是PR？我是 PR 攞兵，我是美國參 Canada 嘅 PR。哦，你美國 PR 是因為是你嘅翁是。美國人哦，還是你較早讀工嘅時談 BR？ 我冇，我都是談到迄陣 BR， 我冇久了就搞因為翁啊，所以 after 我搞因為翁啊就直頭就換 status 嘛，because 我冇做工嘅時候，然後我就直頭變 BR 啦 ，after 我搞因啦。安怎你講話美國嘅是6月節嚇，上面怎嚇？你搞因啊，你發對，你發6月節特別是 conditional 嘅嚇。意思你唔知對唔？一年是 conditional。conditional 是看你離婚咗啦，是哦。伊驚講人搞因是假嘛。哦。人為了 PR 去搞因，特別一年了 after 一年了，伊就學你10年啊
10年嘅嗬，10 10年年 PR 啦嚇actually 10after 學了了，伊就是學了 permanent 嘅 residency status 啊，even though 10年，伊唔是10年啊，你摕到對你 status 係是10年，伊價是 valid for 10年。對，你就 renew 你就 renew 呢條。伊面是 conditional 嚟條。特別咧，當今到 Canada 啊，是麻煩一步是。了我誒 PR 美國嘅 PR 係 expire，也是係過拖過咧，也是行得對。because 正正咧，你談到 PR 你條大美國一個6個月，一年裏邊6個月，冇180日。6 months，伊無意思啦，就是愛叫你 give up 你嘅 PR，我 friend 嘅嘛。So in the way，我當今有對美國咧，嗬，冇是無數嘅，伊人會念落，你講做你數你無大一邊，特別伊只未做半行嘅，比如美國咧 ，once 你是 PR 咧，伊是一個一個 level，安尼一個 citizenship 啊，伊無安尼硬行到行到對嘅咋，你愛行咧，嗬，你就。寫批字去係咪？冇面試寫批，你就做一個 form，你個就 appear in front of a judge， 講你行到對咗。講個咪啊，我冇安尼硬嘅事嘅咋，就係行到對 PR 就唔行到對喺你講明。都會你做咩辦法咧？是了一頭到啲 helping office 出嚟講 ，OK， 少女嘅抓嘢。你冇安尼用氣到對你講明。แล้ว你是到啲美國，你讀冊是到啲美國。我讀冊是到美國，然後我做工嘅時候，你細漢嘅時有想要做外國，要去外國讀冊是做外國人係咪？有我10歲嘅時，我甲我爸甲媽講，你大人會使帶我send我去英國嘅時候，咪去 boarding school 咯。因為我有年去讀冊。然後特別我係爸甲媽看我成小人咧，所以你哎呀，囡仔講話，講話啦，冇睇話。嚇！特別我細漢嘅時都我小啊，即係一走啊，是後生啦。我係大波驚亂咩嘢小妹。我細漢嘅時候愛去讀冊啊 ，because 我感覺講咱讀冊是 OK 啦，到馬來西亞。特別我感覺會看世界，你就出國會看到世界，會學到新嘅物件嘛。特別我無去啊，咧是 after that， 我愛去英國嘅，特別英國迄陣時，你知啦，咱嘅 currency 落較只價，英國像7塊ringgit 是英國嘅1磅，所以我每時我換去 US 就，但係 US 是回頭佢真正無。係是幾類？US 嗰陣時3點幾嚟嘅。冇使4啊，4塊。你聽到馬哈迪爾時是係咪啊？馬哈迪爾講一條條嘅3塊8。3塊8嚟啊！對，係你所在，係你時間咯。有時我換去美國，伊是真正無想嘅世界。比如說我關是英國。款嘛英國嘅，如果我係個人到英國嘅，所以我捌去英國過一擺，有時我愛去讀冊面特別白啦，because 只貴嘅數碼下暫時，所以換去美國特別有陣時真 culture shock 啊，嚟美國是真正無想嘅世界，有陣真正無想，所以特別阮大家10幾年啦，咁到美國參 Canada 都阮大家6年啊，你啊，แล้ว我多11年到美國，讀冊做工教員，係咪啊？你大 Eastern 啊，大 Ontario 啊？我 Ontario 阮大過真濟位，大 US 位。แล้ว巴魯咧？巴魯我大即係咩 ？Vancouver area 嘛。哦。แล้ว3laksa咧，3laksa是幾時去？你聽到你是細漢時都愛做外國人嘅？我無啦，特別我再講舊家一站，我哋都是出國。特別有對來無對來是唔知啦 ，because 我有你 cousin 對，有你 cousin 無對嘛。我知你是講你是感覺，你是真正 black sheep 嘅一種嘅感覺，你是感覺你這邊白，你就準備
出去外邊看世界，你可能試未好。對呀，แล้วว่าไป出國แล้วไอ้สิ because 英國啦 Ireland 啦ว่าจะเจอ cousin กันแล้วตัว 英國ทัช กว่าแล้วไอ้ฮะแล้วว่าไม่ขี่อันว่าในอุ่ยแล้วว่าไอ้ขี่โบลังไอ้อุ่ย so ว่ามาไอ้ขี่บีเกาะแล้วว่าจำไงว่าบีเกาะอีกองบีเกาะเสียวหลวนเสียวเจเชง啦จะเจมิก呀แล้วช่วยแล้วอีหลังติดไอ้ตัวขี่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ว่าไม่ขี่你個買，ว่าไงไง做咩事買去 Australia 啊？ว่าจะเจ前正到 Australia 因為家己 independence 啊，你是你唔是講有人無人嘅 population wise，你是成個個有家己人無家己人位，你是專門是要去咧無家己人嘅位吼。對。但是講我去 Australia 近日一個位無前正啦 ，Perth， แล้ว Perth 古早時啦，都就會叫即係like 80年、79年 ，Perth 是一個金邦鳥啫。對。所以咪講無人愛去一個 desert 係咪㗎了？แล้ว若是講我去英國，甲去 Australia，我特別去 boarding school，because 我 below 16歲嘛。你是英國誒，近日美國我免去 boarding school 呢。แล้ว是我想來想去，แล้ว我爹講，แล้ว我知嚟 Canada แล้ว，但係我買嚟 Canada， 我知ตัว Canada， แล้ว我想來想去冇辦法，แล้ว嘛冇好係半好啦，去 Canada， 我爹講若是我愛去，你就去 Canada， แล้ว去 Canada 是講特別有 guardian，because 即係是英國你 Commonwealth 國家 law 嚟啦，係國家 law。So 我爹講未使咯，若是了，我只講18歲，伊使做我 guardian for a few months，到我變16歲啦，唔知9季節啊，先呢，something 嘅呢，所以我咪嚟咯。你知已經到 Canada 係是？一段 U of T 讀冊。嗱，你ตัว U of T ตัว Scarborough campus แล้วมาตัว Toronto อีตัว Scarborough campus แล้ว that's why ว่าใจ講ว่าไม่ขี่ U of T มา because ว่าขี่ U of T ว่าที่ตัว U of T อ่ะแล้วว่า like Guelph แล้วว่า like Guelph แล้วอีหลังว่า頭想ขี่ Alberta 你16歲你免讀 high school 嘅咩？你頭就使讀大學嘅咩？我嚟是我會去讀 high school 咯。แล้ว你會想 culture shock 嘅你可能學險？就對有啦，like 我只未落咯 ，because 無環照啊，我關住隻落了隻咯，แล้ว我只叫我去買環照醬，แล้ว特行我古早來時啊，這邊啊，就係冇攏全部嘅咗 ，because 古早這邊Chinatown 19 like 我來時是 1980s 啊 ，1980， 伊 Chinatown 個了是香港嘅。所以無落嘅物件，個了無落嘅好似哦。但是講愛落嘅物件，伊人用 mustard sauce，所以香港人無食落，所以蝦米物件本買落，像人當今人會使買正濟物件，番椒醬蝦米啊，古早這邊個了正坎坷買，所以我食買落，我散介塊呢，我一條散個了嘅，呀，白食嘛，個人特只食幾錢呢？我吞未落，แล้วไอ้จีก็講特別食番椒，嚟買番椒醬，แล้ว我3至4節我食一罐番椒醬，3至4節我食一罐番椒醬。你是蝦米物件要換番椒啦？我蝦米物件本特別食番椒，關事嚟，我關事。你想個外cousin呢？到英國嚟。你成日毛毛菇去旅行嘅時間，自己一罐就到去番椒上。特行吉利巴黎。แล้ว叫我มาเกียเลยสบายบูรงเลยตาแล้วเกีย過嚟แล้วก็แล้วก็เบี้ยเขาคิด整番椒แล้วเบี้ยเขาวันมีเกียอะไรมาบ่用ก็เบี้ยเขาจูแล้วมา關係咯บัน咯จะเท่าที่หน่วยสิว่าอย่างเบี้ยทุนไว้ที่เบี้ย submarine หาว่าจะว่าไม่ไว้ที่ว่าจะกัดบอดจะกัดบอดเนี่ยว่าจะเบี้ยโลไว้ที่ก็รู้บ่ปันหัวแล้วรู้ตัวเบี้ยบ่เลยสิแล้วมาเนี่ยแต่จีมาเจ้าแล้วแต่จีจะ peanut butter sandwich รู้จักก็รู้เสียนแล้วไอ้สิรู้ตัวtry ปะหังแล้ว sorry 我唔係話咩番椒醬是咩番椒醬啊？莊梅，我唔知，我記你叉鬼屌梅啊！喂，沙比款冰山嘢啊！中國人留食一隻物件愛講啦。嚇，都試下。那
我袂記啊，我是 curious 啊 ，because back then 你無靈感是所以嘛，你所以是無，咩啊？伊環球獎是香港來的，所以了我姊是讀阿摩冊，我是讀唐人冊，了我姊就看伊阿摩字，我就看唐人字，了人是叫 chili 的嘛，了伊人是叫 hot peppers，這邊是叫 hot peppers，了我都唔知係咪是 hot peppers，了是嘛買幾若行咯，但我真 lucky 是 because 我有等我多 Spadina。正我 Chinatown， 所以我水房間嘅時啊，我水房間迄個人，我唔知咗。我水房間我就簽迄個 contract 咧時，伊甲我講袂使，伊講 because 若是講你無互錢，伊袂輸啊 ，because 我是 minor。了我講我就搬入來啊，你叫我搬出去到對咩？你甲我講你莫互我 problem， 若是你互我 problem 咧，就坎坷了。了嘛。我改水房間，所以我嘅房間正我 Chinatown， 所以嘛去買嚟環球醬，但是講即個無好食，佢 try 一項，無好食，佢再 try 一項 ，try 到你暑假食嘅嘛是買迄一項咯。Maggie 係咪個了無嘅，你知影 ？Maggie 環球醬係咪個了這邊無嘅？咁伊物件個了是香港來，伊香港來。你如果伊記啥物，係咪伊上咗伊是干那普通干那環球噶，還是要摻蒜頭啥物嘅？唔做係有摻蒜頭嘅。伊環球蒜頭，所以我是看色，看伊唐人字辣椒嚇，แล้ว我就買，特別伊環球醬，個了我是無好食咗，特別伊是有蒜頭我可以記，แล้ว水水呢，淡薄水水嚇水淡薄，แล้ว我特日食湯麵哦，湯麵係環球醬，湯麵係環球醬，แล้ว特日食咯，食個我關事去了慢慢曉食。แล้ว去學堂時你買嘛，亂咗去行，你關路咪去學堂，所以特別食，特別迄個 peanut butter 嘅 sandwich， แล้ว食關時了是你慢慢會 explore， แล้ว食 hamburger， แล้วก็未食伊古巴比伊 hamburger， แล้ว慢慢 try 嚇，แล้ว after 你會 try 了就正爽了 ，because 特日就是 experiment， 今日你係 relish， 明仔你係無相關嘅 condiments 嚇，無相，แล้ว就 try， แล้ว嘛是安怎慢慢過啊，แล้ว關時了，แล้ว關時過了就到去較大學咯，去較大學時我是落來是無暑假煮嘅。所以去到大學時，我大 residence 我面煮我真爽，特日我去 experiment 物件，食無相物件 ，chicken cacciatore 本食 ，lasagna 本 try， แล้ว特日就是看到 menu 呢，想食呢，今日 try 一個名再 try。แล้วก็แล้วจะ食冇食哦，冇食能食。如果會哦，如果會呢你幾時去？你是幾時去嘅？安那話你 mindset， 你頭時你就食袂落嗎？你是食袂落是 because 係濕嘅時候你食袂落。這邊食少唐人，แล้ว我去 Guelph 無唐人店嘅時候，咁啊一間 Chinese restaurant 呢。แล้วก็แล้ว是阿嬤，嚟當今嘛，你看真係唐人啊嘛，我先嚟 Canada 時啊，你愛看唐人，你去 Chinatown。真少唐人嘅，這邊真少唐人嘅，แล้ว你去 residence 啊，伊無 Chinese food 嘅，伊今日一個 Chinese food 就是 fried rice，and 伊 fried rice 啊，伊係 celery 嘅，乜都是 fried rice。係呀，未食誒，伊無係迄個，伊無係荷蘭豆啊，咩？伊 fried rice 就是carrots，celery，แล้ว伊係 corn，แล้ว伊炒係唔知係豆油，แล้วก็白色嘅，แล้ว伊叫 fried rice。咁了 whitewash 這邊嘅物件。無係，伊是係啲點樣炒咧？佢無係 eggs， 無係半行嘅嗰隻，伊就叫 fried rice 啫。แล้ว是แล้ว我無食唐人食咯。แล้ว你幾時曉？你幾時去嘅時想講 OK， 我要到整大了。甲阿嬤包教因嘅事。所以你是一路無想甲按掉甲阿嬤包教因，甲想對講我要到整大。你 just 我對我嚟講 ，this is just an exploration 嚟咗。你成日你坐船啊，古早人是坐船去 explore 嘛。我先呢 ，this is an exploration trip。แล้ว我轉去咧時我就趁食，所以我當今嘛盡量做迄個物件，個咧我Malaysia無通做嘅。所以我特日做嘅物件啦是咧阿嬤對在Malaysia無通做嘅，所以食物件啦無唐人食嘅。成有陣時去 Chinatown 嘅時啊，嚇，甲我姊白白去 Chinatown 時候，我人去食唐人食咯。但啲厝個咧是我姊本我姊有貴族啦，แล้ว我去我姊嘅厝，我姊貴族特別我姊本是煮阿嬤食嘅，貴做 stuffed turkey 係咪個咧？所以對我人老人嚟講啊，即個是我人會幫聲。人去 experiment 人嘅物件 ，because 人對於 Malaysia 就是無通 experiment 可能物件。所以你成日是做盡量去做
唔是加你識嘅物件，你去 try 新嘅物件個了啦。嚇，對，所以去朋友嘅厝嚇，了規日人就講係咪物件，人捌食嚇，人就去 order，人講係咪物件，人捌 try，人就去 try，好食無好食 try 個了。But then 除了食吼，你其實去是講 OK， 我要做到這邊大久長了。甲冇報告嘅時，然後過嘅時，你嘅手續安怎誒？到底加拿大？古早 like early 80s 嘅時咧，只 Asian 只坎坷嚟 Canada， 當今只英啊。古早係 Asians 真正坎坷，你就俾 Europeans 冇解接。So Asians 真正坎坷接俾咗。So 了冇報告我講，我甲冇報告我對咗啦。แล้วอีปิดเก็บแล้วสินะสิ the relationship is still strong แล้วว่ามาตุ้ยไหล咯哦，你是講你成對馬來西亞成，等個อีปิดเก็บว่ากันว่าปิดเก็บ嘛แล้วว่าพี่เอามาเป่าควายทีนี้แล้วว่าอย่าสานี่program because ว่าถักว่าเสียแล้วแล้วว่าปิดตุ้ยทันลุยแล้วแล้วเอามาเป่าอย่าซีนี้แล้วอีกบันว่าทีนี้มา soแล้วอีกว่าอีกเบอีกว่าใจลูกตุ้ยเหี้ยลูกแต่สิบ่ตุ้ยไหลแล้วอีกลังเก่าอินแล้วว่าไม่ว่าเบใส่ว่าสิ่งที่จะมันไหนเก่าอิน like 我都唔知 like you know what am I going to do 我เก่าอินนั่นสิ唔掉สิ我是慘แล้วอีกว่าว่าลูก看ลูกอันนี้กู都唔捌無甲搭波行無半行，咱個安尼合blah blah blah，我想來想去，有影是掉，你睇我一路來我無 boyfriend 嚟啊，我包是 my one and only 啊，我想有影掉就20幾歲啊，佫無甲人行，看袂起，佫毋是講看袂起嘅人，來看了袂 suka，袂啱，你好，袂啱，人啊袂 suka，伊也袂 suka 人，了安尼坎坷吹到一個會啱了，你佫放了去，你知影看咧跟人去。你錯過了一次就被堵掉，驚我哋咪驚你睇哦。啲嘛，แล้ว我就去找迄個 guidance counselor，我有 guidance counselor，嘛教你 guidance counselor 講咯。แล้ว我講啊，無我 apply 啦 ，apply 伊個我講被只坎坷談work permit 咧。แล้ว伊個我講，伊講，แล้ว是啊，我幫嘛講 OK，我講 OK 啦，訂婚教員啦。แล้ว你人個我講，伊講你 apply，你成教員。ลูกไอ้ไป graduate ไอ้สิ 6 months before ลูก graduate ลูกเก่า in because ว่ากูเจ้าว่าหลังจากเกี่ยไม่จบลูกจะปิดเก็บแล้วลูกจะปิดเก็บอีกเขาลูก 2 weeks เนี่ย 2 weeks จะไปตัวเนี่ยตัวอย่างลูกน่ะสิ講หลักกว่าจะเปะโหปิดเก็บละอีเขาลูกเก่าก็the month end แล้วน่ะสิ講ลูกสิ beginning of the month อีเขาลูกก็ the middle of the month ลูกไปตัวเนี่ยบ่ลูกตัวสิ跳ไปเกี่ยวจ้ะokayแล้วเลยหลังมาเขาว่า講อี講 if all things are the same 啦อี講ลูกมาเก่าอิน咯อี講 because น่ะสิ講ลูกบ่เก่าอิน啦ลูกก็去 apply ตัว work permit ลูกจะบ่เกี่ยวเดียวลูกจะไปตัวเนี่ยso อี講 if all things are if it's the same what does it really matter 為什麼我ไม่ขอหลัง嘛對เอาไอ้กะกิจิสังกัดลูก講ฮั่น咯ไม่ขอเลยอันฮั่นแล้วเขาว่า講อี講ลูกจะ坎坷จิบ真正坎坷จิบ so มา講 OK 咯แล้วมาเอามาเป่าเก่าอิน咯จิตเอาเก่าอินเก่าอีนั้นมาสิ apply แล้วอีมาสิ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講ลูกสิแก้มาแล้วไปที่ interview แล้วลูกเก่าอีนั้นสิลูกมาเกี่ยวลูก marriage certificate ที่เฮเลimmigration office ลูกมาที่注冊แล้วอีตัวจิตเอาเกี่ยวลูกแชมป์ form 啦ไม่กุยแล้วตัวชัวอีตัวเกี่ยวอีตัว4類人嘅2類人ชัว嚟打波去一個房間2類人ชัวว่า嚟打波 cross examination cross reference 嘅 answer 啊เดี๋ยวอีไป interview ด้วย interview ด้วยแล้วอี出來是อีเกี่ยวตันแล้วอีหลัง compare อี answer compare แล้วอีก็講下對 pass ไปแล้วอี幾號生節下面咪叫下人發頭是頭一啲是幾多落去對是唔對game show ไม่รู้ลูกเลย first date จะมีอีกสิ kiss ลูกมีอันคนมีเกี่ยวแล้วอีมวยแค่เจ็บ personal มีเกี่ยวแล้วว่าสิ่งที่จะpersonal มีแค่มวยหลังเองแต่พี่ลูกตัวไปก้องไงล่ะแล้วไอ้มวยลูกเท่าจิตเอาตู้เดียวอีเตียกับอีหมาสิอันจ้าลุยเตียลุยหมาไม่มวยแค่เจ็บ personal มีแค่แล้วหมาก้องแล้วมวยก็ลูกอยู่เบย์คิวจีเขาลูกอีคิวจีสิอันจ้าเขาลูกขวาอีมวยล่วงให้มีแค่กันแล้วมวยแล้วสิอีก้องลูก pass แล้วสิตัวเขาลูกจะเลย temporary ทำไมอีสิ่งจะเลยลูกจะเลย identification เลยใส่คิดโทกังแล้วลูกมาคิดโทกังแล้วลูกคิดโทกังลูกโทกังตัวสิ from ฮัลเลเก่าอีเลี้ยวไอ้สิว่าบรรลุกระจายก้องว่าสิบุทันตัวยัง
because 我大隻咩時啊，我嗰隻減少咗，人嘅 winter coat 啊，買貴啊，我唔敢買 because 我知我前3年、4年、5年我都買啊嘛。細個就被堆嘅啦，成個買開呢之類。對了，人你買你 winter shoes 啊，係咪個了啊？個買買上貴嘅 because 我知講 winter。like 你前貴到啊，反正特別我教因啦，阿媽爸講 you have to change your mindset, you're not going home. So 物件你別使講 temporary，但係next season，你特別想好了 ，from then on 嚇，我想法變咯。改變係啦，喂，記定到我成日看啊，我定到我是靠啊不，讀出來啊，我咪是做工啊咯，做工咧是，我還是只實做工是本是即係。即叫咩 permanent 咩OPT 嘛，即是叫咩 practical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嘅時候，所以好我要買車用，我是買想講，哎呦，我要買車，所以我就 list 車，我是 list 12季節嘅嘛，有時對嘅嘛，成日可能我講睇啊，我係咪不買買啫？แล้วลูกจะ阿冇朋友嘛？แล้ว有啲人嘛是叫。只人會著路物件嘛 ，because 伊黐啦，伊高啦，係咪幾隻物件？所以伊人個了真 generous，但係我真係講 Canadians，伊人真正 helpful，真 generous。伊再講你大一邊暫時啊，免開你鐳，伊咪講啊，我短處嘅是我叫我媽吹一個物件，嚇，แล้ว你咪解著。對，所以你真濟物件我買買你知哦。所以阿冇報告我講，你按款買貴啲，你買曬你款，你都買上啊，你是大一邊嘅。you have to do that。你會小英是係咪物件啊？你知我對講。哦，係你我知。係你 snail 嚟吞。螺絲粉。螺絲粉。呀，螺絲粉。Stinky noodles 啊 ，stinky noodles。Stinky noodle 我冇食過喎。你 Google stinky noodles 你對出來啊，Google stinky noodles。我食嘅是鵝薄泥啊，嚇。嚇，對，鵝薄泥。哦，你一啲成個是豆薄嘅呢？嚇，伊是 dried bean curd。哦，豆雞呢？嚇。OK，sorry distraction 了。了，你還是你就，你是加拿大人啊？當然。還是，所以你做加拿大人嘅事，你有想考慮過講 ？OK， 我愛做咪做加拿大人，是會 continue 喺馬來西亞嘅公平嘅上面，你有想考慮乜想過安怎？未 ，because 阿冇報告我人參詳正久啦，不如個教因嘅。because 我買教因嘛。แล้ว阿冇報告我講過啊，伊有努力條件。那是我伊講努力條件啊，被 compromise 咧。Number one， 我特別 give up 我 citizenship， 我特別做 Canadian 嘅人。那是我愛大邊，我特別做 Canada 嘅人，我別使講 PR，because 我厝嘅人只個啦是 PR 這邊 PR 嗰邊嘅嘛。所以對我嚟講，我很大對曬啊。伊講 no。You're all in or all out. There's nowhere in between. If you want to marry me, you have to be a Canadian and you have to think like a Canadian. Like that's why what is 想龍嘅想法嘅我想咯。So 你愛大這邊，你就大做這邊嘅人。你咪 like 大這邊愛用這邊嘅 benefit 嘅了，佢咪做這邊嘅人。No such thing。แล้ว number two， 你教因我你別用我聲。Because 當人是人聲，當人是人用啦。係冇我聲。對。แล้ว我接落來啊。I'm very proud of what surname is because what like you have to be very proud of your name and where you come from of your family. I wasn't going to give up why family name 啊。伊講 no， 這裡是努力條件。你教因我你用我聲 because 這裡是我人嘅 culture， 伊人嘅 culture，and 伊若是講我人生囡仔，我賣囡仔講安怎你聲無聲。Yeah， 所以你教因我，這裡你愛大這邊，你特別對這邊嘅方向。You have to think like Canadian， 係咪個了？所以我想個真久，你知道 ？I thought very long and hard. Is this what I want？ 我想，然後咪講 OK 咯。แล้ว你想跟人講嘛，你跳入去水面pool你就未出來啊喂，你跳入去你就是跳入去啊喂嚇。So from then on，我想法嘅了對咯，就俾按翻對落去咯。啊無你成日心腦意啊，一類成日人講咯，一類人愛講大腦轉啊白，你是白，只坎坷，古早 especially 古早。所以我嘛是安尼講咯，了嘛是做這邊人啦，嘛是關係咯，關係咯。你特別有做蝦米 ceremony 啊？你做加拿大人是
嘛是上以後你一本冊啊，以後你一本冊，你特別去讀嗰個冊，แล้ว是特別 call แล้ว call 咧是แล้ว是แล้วก็ไป去一個 interview 你一個 judge immigration judge 話被 interview 咯你每類物件啊像個阿龍講我每項你要聽 O Canada 我講我要聽特別我比較聽我哋 French version because 我人係一半嘅啫一半 French 一半嚇 officially 是一半 French 一半阿妹我講我比較聽我哋 French 我係要聽我哋阿妹呢แล้ว是แล้ว I mean 唔知是 2 weeks before 我去我interview 嘅是 Ontario Lieutenant Governor 換人，所以我覺得別我哋新嘅人了，去嗰邊是上緊張，我未記伊人名。Do you know the Governor General 嘅名？我未記伊，我講 I cannot remember, but I know it's a black guy。哇！伊 during 我唔是看衰嘅人就，我會記迄個人是特別，你一個我講迄個人嘅名，當然我死我本會記迄個人嘅名。住嚟講啫。Lincoln Alexander แล้ว我 because 我就被叫講 I cannot remember but I know he's a black guy แล้ว during 我就แล้ว我唔知แล้ว我出來時我甲阿毛包我講哇我就講你 judge 啦 during 我講特別想講你是看衰學人我其實當然我看衰別人做咩鬼我是學人看衰我去看衰人做咩鬼แล้ว伊嘛講你巴聲是伊就叫你翕小影แล้ว翕小影嗰陣時，喂小影朝我隻水。你是一人嘅，你唔是一定嘅啦。冇一人嘅。一人嘅。當今我唔知啊，係你是古仔 ，because 古仔是真少嘅。古仔แล้ว我特別แล้ว我過去我有一個同事，我到病做工嗰時，我有一個同事，特別咧我同事咧，伊是大英國生，特別伊唔知一歲兩歲伊就來啊，來個安尼久啊，伊爹甲伊媽無互伊。做 Canadian citizenship 咗，所以搞個18歲時特別驚，佢當今會使 dual citizenship 啦，佢早是未使。所以伊嘛特別驚咯，แล้ว伊驚 Canadian 咧特別去讀冊，แล้ว伊無讀咯，就伊想講伊特行會曉啦，伊無讀。哎呀死！一 fail。無伊 pass，แล้ว我人唔知講 like minimum 唔知伊每路唔知幾伊未看嗰個 number 咯就，所以佢哋人去選伊，人直直每個伊求級，like伊想講人伊每我錯一兩條呢嘛，嘛是8條咯。伊啊，迄個人每個30幾個 question 把你考你 number 咯就。哦。because 伊無讀嘛，伊講伊 ask me all the stupid things like Newfoundland and 係咪幾啦？伊講 PEI 啦，伊講對伊嚟講是無要緊 ，but it's all about Canada。然後伊無讀咯，無讀咧是啊，伊問我講，你問我 ，I think 你人仔問我11條 question 嚟哟，你俾掉10條 I think，所以我錯一條嘛，你 Lincoln Alexander 我錯一條，所以問我11條呢，我咪8條咯，10條咯，伊特別每個30幾條。嗰呢可以機會有得做啊！可以機會 ，because 你人仔講啊 ，she's a true Canadian，it's just that 伊 overconfident。無讀無半項，特別你問伊係咪 Canada，咪講係咪 hockey 啦，係咪個了伊曉個了。特別即美國人嗰時，你係叫美國人去考你公平嘅 citizenship 嘅 exam 啊，樣是 fail 嘅。是啊，發病嘅人啊，都講。因為就係個 politics 嘅物件咯，就因為咯，因為咯係咪 party 啦 ，who is the opposition party 啦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啦 ，what is their mandate 啦，安怎去競選啦？競選就係咪物件？每隻物件，所以我朋友18歲呢。What does she care？但係是贏嘛，所以每一回物件伊未曉咯，แล้ว伊嘛未 pass 咯，แล้ว未 pass 嘛，你人嘛直直每個伊教啦，伊嘛 pass 咯。แล้ว我俾只插幾條嗰個條，插幾條，我俾咪再講插幾條，看伊係講伊其實不時我看伊咪會開哦。注意看者，到啲 clubhouse 入邊，嚟啊！插幾條，你有佢又買，你是幾時去會再講會做新加坡人？我住這邊3個月之後。哦，所以唔是特啲馬來西亞，是你是去新加坡做工，到下邊3個月之後，你就特別做，再講你會是大概是會做新加坡人。我是細漢嘅時，我連離開檳城冇想到嘅。
哦，แล้ว我是看美國戲，所以我感覺到若是讀冊大學讀冊去美國讀冊本好本啊 at least experience 了對來咯，對來邊樣啦。แล้วลูก去美國讀冊啊？我是安尼講，無嚇，我決定無亂啦，所以我讀 KL 讀冊咯，讀 KL 做工了，無曉得離開馬來西亞 until 嚟，你有工到啲新加坡呀？唔是，because 伊是 around 我舊年嘅是2001年啊。迄時我甲感覺，我甲 discover 到馬來西亞政府安尼解 all the scandal 啦。所以迄時我真起哄了，因為大家本身有起哄了，我係咪 pay tax to this government？所以我是直愛離開馬來西亞啦，無想到去大陸啦，我是可能新加坡、Australia 大陸本好，然後差別我冇甲教員，我冇甲買新嘅厝，因為走。到啲邊嚟啊？你是講到啲？冇到 KL 咯，到 KL。到 KL，OK。แล้ว finally after 7年看 the situation 就嚟就改 then one MTV 嘅物件就出來 all the news 出來了 finally 講愛走我就陪死命找工咯 either Australia 新加坡啦迄時 Australia 新加坡搞到找到新加坡一個工了2017年就搬過來咯迄時我嗰時有我請 agent 做 Australia 嘅 PR 本 OK but Australia 伊是 point system 嘛 so 伊講你若是愛過來 as a professional 咧，你愛一個 degree。but 我做這份工20年了，你無了需要我 degree 嘛，有20 years experience。so 我找 agent 甲我鬥做啦。伊講 OK 會使，你有這個 professional this number of years of experience 會使。so 我prepare the documentation 係咪㗎了？我 submit 去 the Australia website。but 迄時我是住到新加坡啦。By the time the agent come back 講 OK， so you have enough points. All you need is to pass your English test。but by the time 我有迄個 news 時，我已經住新加坡3個月了。then 我是感覺到住新加坡較好啦。better than Australia 啦 ，because Australia 真濟條件。so 你 mandate 你愛住一個 Southern Australia 像是 Adelaide 啊，你特別住嗰邊 at least 2-3年 ，then in that time 你會找到蝦米工做蝦米工咯，可能我會做 McDonald's 啊蝦米啊，所以我 earning potential 我會賺真少錢啦 ，until because 我係做 advertising，但是 Australia 伊叫你愛入去，伊叫你住倒落位你就住嗰邊嘅。for 我啦 because maybe 若是有 degree 啊，是多啲 depends on who嘅visa。安尼。別人嘅 pass 無相so for 我嘅是你特別大 that part because 嗰邊較少人 then 嗰邊我若是做 advertising 應該是無咯，無一個 industry 咯。無工，所以可能我就做手拖卡是啥物啊 ，so 趁你較少 then。賺你真少咯 ，no job 嘛。then I for a few years 啦 ，for a few years。嚇！你到新加坡已經是做啲 agency 去做啦。我做 agency 做了 ，so and then 我感覺到新加坡好啦。then in terms of lifestyle, governance， 安全過 Australia obviously。แล้ว大行本 like 我感覺是 run better than Australia。我去過 Australia， 我感覺 Australia 好嘅，but I feel like 新加坡嘅。is better run 啦 ，government 搞到半較好啦。好個就你冇嚟美國。你嗰時係美國是也好嘅嘛，嗰時係是。啦，有 portray 咧，個嚟到這個時間確定呢個坑啦。你去新加坡快本喎，你去新加坡新加坡要做工兵嚟講安怎啊？你 process 安怎頭去？OK，so 我2017年。搬過來嘛，所以我是 overly 緊張嘅。我 express 嘅 ，because normally 你來住這邊愛住2-3年，你甲來討 PR。我只搞 minimum requirement 6個月，我就討 PR 了。我就 because 我搞住整3個月，我講 OK，let's just settle here， forget Australia， 了。你只放心，你只成個心想要做咩就走去做啊。but 我離開 Malaysia 嘅時，我嘅 main goal 是 I want to give up my Malaysia passport，and take my KWSC money 寄出來。
So that's my goal already. 我寫內等人字目標，我寫大大我目標So I wrote those 2 words 啦。咁我做工課本好，我係頭家做食啦本好，我愛做小課本好。I must remember 我係 goal 是這個。So 我真正 sure 愛做這個事啦。So that's why 我這搞。Then normally 往食方下面差別分 arrange 即個我 arrange 我自己 arrange。แล้ว我真係 systematic， 我真係 normally 我冇 organize， 但係我真係 organize。แล้ว差別分一頭對路啦，讓 agree 做這事，就是我咪走對我講明是我國家大，就是會做這做啦，嗱。PR 是意愛啦，我人本愛 PR。所以6月節我就一頭拖 PR， แล้ว9月節我就談了。แล้ว談了我有一個 problem， 因為before 我談嘅時，我搬厝，แล้ว我 update 我新 pass， 我搬北京厝啦，แล้ว update 一個新 pass， 我用這新 pass 是有one access to all the government 那邊物件嘛，แล้ว就 update 我 address 到新 pass，but 我冇 update 加 the immigration。So it send the pay 去我舊嘅厝。所以你收唔到一 pay。收唔到，แล้ว我 miss 掉，แล้ว我 suddenly 有一日我朋友問我status 安怎，แล้ว我去 online check， approve 了喎，真係冇收到 pay， 我去 ICA 問 the immigration 問咯，我 thank you 你舊 address 嚇，要 update address 㗎。你就借季節，所以你講9月節就談到比較季節談嘅時你冇收到 pay， 所以你就估嘅除掉，發覺掉。3月節後我加發現掉。所以12月。嚇？12月。伊個 limit 是2月節呢，所以我 expire 了。你過去啊 ，OK。迄時未食未困啊，係啦。because 新加坡真小氣嘅，你只 reject 伊就派談到對啊，嗬。所以我唔是 reject， 我是冇 address 呢。please， 所以我唔要緊，你明你緊張。你寫一個 pay， 可以甲伊講 this is explain the problem。So 2 weeks later， 伊互我新嘅 offer。伊 renew the offer 啦 ，then OK， 哇，情了咯。哇，我而家未食未困，我聽到我當本聽。我未食未困幾the 2 weeks 啦 ，then finally 伊互我的 offer 了，我加 submit，then everything approve 咯。So after that 就。After 你談 PR 了，2年後你就會使拖 citizenship 了。But most people 是3年 ，at least 3年啦。So 我本是2年後轉2年 ，the next day 我就拖了，我就拖了。So 迄時差別很多，伊感覺到sayang嘛 ，because Malaysia 嘅路 give up 就別談到對呢嘛。So 伊直上來上去，所以我甲伊講 ，OK，tomorrow I'm going to submit。你愛買，你甲我講，你買想安尼整。So tomorrow I'm going to submit regardless of your decision. Okay. 特別你 submit 是 submit， 按家寶是做隻 submit 嚟嗬。做隻 submit 咯，加好啦 ，as a family 啦，冇 sincere 啦。我冇講節目是冇拖嘅，冇拖了按做 PR。Because 查甫較濟 benefit 嘛，若是有成件係咪？我唔知。你做咩事一般做 PR 是因為有可能成個對馬來西亞做事是係咪一個做馬來西亞？是係對馬來西亞 after retire 了，夾就對馬來西亞大較用咯。OK。所以較濟是查甫拖嘅 ，but then 差別冇做工嘛，所以伊別拖咯，我拖啦。And then 我是 confirm 買做馬來西亞嘅，所以我拖咯。then 我唔講你愛買，買在我submit了，你愛買，make a decision。所以伊講愛，就 OK，then 就別拖咯。然後迄時我等13月節半。你會使拖旅談 resident 拖談旅談公平，然後伊談 PR 會使嘅。會使嘅，所以我就是問伊咯。所以你特別驚啊！when 你 submit 時你使驚，伊是 PR 或羅人做只做公平，是唔是？你拖是？我是拖公平嘅時，我會使家己拖咯。伊是 PR 了嘛，所以伊會使 retain。I see，對，伊經是 PR， 對。so after PR for 2年，你梗係使拖。你是伊講買嚟講，你就家己 apply for 你家己啦。
家己 apply 好家己了，，OK 伊就 OK，家己แล้ว 做 I mean 伊 maintain 你自己 PR status 啦，but that time 伊無做工嘛，so then 伊毋知講伊有即份投機咪即份工本嘛，所以伊若是愛拖就較艱苦啦，because 伊冇 income 嘛or the income is like part time job 冇關啦，所以就是白白拖咯，13個月之後就賺了，我就寫批去甲 Malaysia Embassy 講 OK， 我愛 renounce 啦，係講4個月之後 minimum 4個月之後才有賺來 oversubscribe。係等陣，你是特別馬來西亞，你寫批去 renounce 馬來西亞愛講明了，你嘅新加坡甲學你講明嘅。OK，so supposedly 是。Lu I renounce 了 lu 去 the immigration 甲伊講this is my letter from Malaysia Embassy 了伊甲下路誒but then 伊本在講 Malaysia side 無呢咩啦because 我12個月安尼款談嘛12個月安尼款談我寫去 ICA 講 OK Malaysia side 講我 at least minimum 4個月之後談去 renounce 安怎伊講 OK 不要緊我下路先like next week tomorrow 你來我會使下路你 citizenship 了，你 Malaysia 你甲辦乜啫？OK，所以你 grace period 淡薄啊。so 我對 Malaysia 迄時我對先正嘛，對 Malaysia 了對去 for 食教員了，我對先正。so after 對食教員了，對新加坡了，我就是去舉 the citizenship 了。So 去的 ICA 加咩呢？submit document then take the oath then 講 OK you're citizens from now OK then 2 weeks later 伊考我 IC 了 OK then 新嘅 IC 談了 then 我拖 passport online 拖total amount of time spent on 拖 the passport and get passport 是 around 5分鐘因為我翕相影 online submit about 2 minutes then appointment to get passport 嘛，我 travel time 去appointment time 我到日期坐無夠1分鐘，叫 number get passport 出來了 ，so the total I mean 冇算 travel time and waiting time for processing 啦，the amount of time 我 interface with the immigration 是 around 5 to 10 minutes 安尼啦。哇 ！So everything settled 了 ，then only 4 months later 去 Malaysian Embassy get the submit the renunciation then I think around 8個月之後 from 我繳我邊我係Singapore IC 冇係你是新加坡嘅使我繳 IC 啦嘛8個月之後 after that 我冇7個月之後啦我到我係 citizenship ceremony 了then 我到 everything settle 啦 Singapore side settle 了but Malaysia side 呢是 after 4個月我 submit 我係renunciation another 12 months after that oh my god another 12 months after that 伊甲 send 我係 form confirm 講 okay now you are now surat bercerai 啦我係 surat bercerai 甲來 then 我需要係你 form to 寄轉去寄我係 KWSP 嘛oh I see 哈 so 新加坡是正咩 KWSP 是 EPF 我 EPF OK so新加坡是正咩咯 but then 伊講伊知講 Malaysia side 辦 so 伊講 okay 啦我 settle everything 好咯都 settle 了 and whenever Malaysia side send 你物件來你甲 submit 咯 so okay 啦 so 安尼款啦 then one thing for 我愛講嘅是 if 你是 ex Malaysian 呢Malaysia government 有一個 policy to discriminate 你嘅係咪物件我唔知是你 as an American 有影響到啦 but as a Singaporean 呢成當今以 Malaysian 你Singapore citizen 你會使 Singapore passport 你會使 auto get 啊嘛travel 去 I see 你是講成個伊過 immigration 嘅時使用你落入去會使 auto get 啊嘛伊 machine 啦 except 你是 ex Malaysian 你袂使啊ex Malaysian 講伊嘅 policy 是 ex Malaysian 袂使無即個所以我嘅 sister in law 甲我嘅朋友是條安尼款咯了伊講伊有一個 long term pass 伊嘅 Malaysia website 有一個 long term pass 嘅 option 嘅啦 that's for former Malaysian citizen
ลูกไอโทรเลยใส่โทร all you need is a Malaysian to sponsor you and เลยใส่ long term pass for ก่อนนี้จีนี้100 ringgit เนี่ย Oh, wow. May suwan. What's the reason behind that? But okay, so officially on the website 是寫呢款 but 我嘅朋友本身 convert ได้啦，伊拖咯，伊講 you are very low likelihood to 談嘅 because you already rejected Malaysia, we are not going to give you. 你都係掉邊做咩？所以 policy 個買喎，個買攤對喎。因為apply 啊 ，maybe 冇好路。不，唔是，伊是講你談了，你該學500 ringgit for 個年。So 你條拖啊，伊個談，特別你拖嘅時，你咩好路咩？伊無講啦 ，but the thing is，伊一頭教我朋友講，我無可能下路嘅。你 chance to get 真嘅，所以伊下掉 the website 我唔知係咪數。So all the policies 是 I discriminate for Malaysian 嘅啦。So 當見我嘅朋友是 currently temporarily 是伊有厝喺新加坡嘛，伊switch出去 ，the rental is good， so 伊大 JB， 伊大 JB then every 30日伊過來。So for about 1年了，伊是30日過新加坡，然後轉去新加坡轉去。So 下邊 immigration 本講 ，OK， 你已經 reject Malaysia， 都未來大到 Malaysia。你安尼款 frequent 過袂使下路 ，so 伊講伊會 ban you from crossing the border， so 伊有幾個 policy so make it difficult for 你啦，to 到 Malaysia for long term。係啦，我是唔捌大過呢久啦，所以我唔知咯，因為我開始對佢們是幾廿禮拜呢，特別伊人我會記幾廿到樣 make it a point， to 教我講我是到底。because 我 passport 有寫我place of birth 是有寫 Malaysia 嘅，所以伊就擺啊，像 last time 我對佢時，伊直頭甲我講河南話咋。了 ，OK， 你個教講咧 at least。我本冇咩曉啦，博堂西亞咧。那時我唔是唔要講，我冇咩聽到伊，因為我一啲班，一啲咧，因為邊啲嘢咧 airport 啦，要隻一啲咧把 plexiglass 嘛 in front of 伊邊啊，因為你聽未到啊，嚇，你聽未到。但所以我唔知咯，嚇。我古早我對 Malaysia 嘅事啊，伊人本是有淡薄看衰我咗，แล้ว特別是我有解講過，我講我balik kampung saya sangat gembira， แล้ว因為我做咩事無做 Malaysia 嘅人啦，我唔曉講華話，我華話真差，就是華話我出國嘅。我講 tapi abang saya bukan, saya tak ada choice. Itu kau yang hold from then on 我tak tahu tu cuma saya我講 selamat balik kampung, saya balik kampung. Itu kau yang hold back pun 冇查，直頭話你壓我過。我有感覺咯，頭幾刀時我對佢嘅事啊，我感覺伊人真悲傷哇，可能就。我是冇 feel 到嗰樣悲傷，特別伊 always make it a point， 直頭甲我講你Malaysia 啊，定到幫你 Malaysia 係咩樣？特別有就 always 被特別講起我定到係 Malaysia 嘅咋。แล้ว我就是你知係咪事？我是對佢做登記嘅事，你就冇叫我個人講過，你人唔係我做登記 ，because 我是唐人，แล้ว我冇 passport， แล้วอีใจ講我是一邊人嚟嘛，我登記嘛，แล้ว特別對我係過嚟港沙嚟balik kampung嘅，你就冇同我講，伊講呀，伊有同我講，伊講就是咯，伊講人教因啊，人冇辦法嚟做，人俾對人阿幫，你我想講maybe 伊人古早看衰我，你 custom 伊人看衰我是想講我。like 揾笨รู้ใจอ่ะ想人別記人家己 roots รู้ใจอ่ะแล้ว我唔解講我講balik kampung แล้ว我ใจ啦歡喜啊我แล้ว唔解講我saya balik kampung sangat gembira tapi abang sayaแล้วibu saya kok mengapa bukan orang Malaysia lagi 我講 abang saya bukan saya tak ada choice and then from then on 我tak tahu我自己 announce 我自己阿那，แล้ว伊人就跟我講好啊，所以我阿家是 maybe is a misunderstanding 啦。伊想講，哇，你想講我人無夠好喎，你去做外國人啊，Malaysia 無夠好啊。我一個物件好，我咪每兩看就是想講，我到底美國，你諗馬來西亞跟新加坡呢，我唔知咗啦 ，Canada 我唔知嗬。我係叫我到底美國嘅事，我談我係講明嘅事，美國嘅我係美國嘅 judge， 所以是講，伊講
你今日because on 特別 swear in 嘛，講不你 oath 係咪物件對loyal 對你新嘅國家係咪物件？特別 at the same time 佢講你 even 你做美國嘅講明，伊唔是講你聽到家己 history， 你家己 heritage 嘅了 wipe clean 係講，你特別在講你家己嘅 roots， 你嘅你做講美國人啊，唔是講你本就唔是。檳城人去嘛，because 這是你檳城人是你聽到是落來是香港大漢嘅，所以講美國咧特別是需要你人無相嘅人咧 fabric of 咧美國嘅 society 就是聽到無相嘅國家人來就係，所以伊講嘅物件成卡想被 feel 到你成日講 ，OK， 你當今別使講福建話。國家嘅國情無相。國咩？香港國情啊，國情心情嘅情啊。哦。伊國家嘅 atmosphere 無相。哈。了新加坡甲 Malaysia 是對頭，成個有對頭誒嘛。伊有 competition 啊 ，competition 哈。對。香港我嘅 citizenship ceremony 嗬。伊會叫你請你家己嘅 national dress。了你請 national dress， 參啦 Australia 唔是甲迄款沙花那個請超超咩？無可能嘅嗎 ？OK 啦，那是有我再請個拜呀嘛。我是會死。了，你 racist Chinese。巴蒂就是啦，我就穿一個巴蒂做嘅長衫未使哦。巴蒂會播嘅長衫啦 ，OK。啊，對。哇 ，unique 咯。巴蒂嘅長衫。OK， 特別咧，你Australia是有想要做國人啊？聽到？無，根本無想到。偷笑我係馬來亞嘅 passport， 隔幾世界講講嘅咩？哎呀，我係家己人啊嘛，是唔是？Australia 本無 allow dual citizenship 嘅啊。allow， 美國本是有嚇。美國你愛幾個 citizenship 又無關你嘅。Australia 無關嘅。就是因為我雖然無關，我較無幫嘛。特別你到後邊，你是因為你是有去邊讀冊，你都無去嗰邊讀冊嘛？你是捌到你翁啊加波嘅入邊啊？加教員。無，我是因為我嗰啲我嘅小弟，伊愛讀大學嘅時，伊本來是愛去德國嘅。哦。特別咧，伊嘅 visa 有 problem 啦，伊特別 PTSD 啦，伊講無親戚嘅地方我咪去。哦。了 ，the only place 是啲 Melbourne 咯。了，迄時伊去德國誒 pre-semester 嘅時啦。伊 before 伊 start 伊嘅 degree program 伊有 entrance exam 啦。了，伊嘅 entrance exam 係4禮拜。了，伊第3禮拜較夠。了，愛讀 pre-semester 嘅 final 嘅時，愛考冊，伊 pass 咗了 ，but except for one paper，迄個死人德國人咪可以 receipt，伊講 it's not fair to the other students，伊講 but my visa has problems，了伊就淡薄 PTSD 啦，伊咪對去德國哦，了，迄時我甲我嘅翁拍拖，咁呢，我嘅小弟飛走去。你還是見到Australia？無，你安怎捌到你翁誒？你翁是澳洲人啊？我嘅翁迄時甲伊嘅朋友來馬來亞。哦，我會記啊，當你講起我會記。了，伊嘅朋友是我嘅 colleague 嘅 childhood friend 來。咁我你看刷掉啲 dating app 刷掉了，伊無可能伊賣我去泰國嘅嘛，是唔是？去甲伊去拍拖。了，迄時我諗落叫本講let's learn German on Duolingo， 因為我嘅小弟弟 Germany 讀大學是 free 嘅，但是你讀 German 嘅話，然後我諗就 OK 咯，聽到。了，我嘅小弟對來哦，迄時我諗個阿妹講
100%committed 啦。แล้ว迄時啊，迄死人鬼啊，佫輸甲別個查某個咯，一夾搭上船你知冇？一夾搭上船。死我！無啦，伊講我唔知。Because 我都冇 committed 噶嘛，是。是啦，對啊。แล้ว我就講OK sure。แล้ว我就講 by the way 我愛去 education fair。你講嚇，做咩做愛去 education fair？都唔是把你甲畢業嘅咩？我講是啊，特別呢。我係講啲 Australia 伊有一個 list 嘅嘛，上加差米粉、差幾條講嘅，伊有一個 list 嘅一個，我迄時我係 journalist 嘅，講 writer 嘅，講啲嘢 long term list 運動嘢就 PR 嘅。哦。然後呢，特別我愛去邊讀冊，我讀 master。然後伊甲我講嘅是啲好啊，我唔知我愛幾多一個查某，然後我講。Fuck you！ 咁呢啲係我家己去做，我家搞掂，我家己去搞掂。แล้ว特別咧，我愛去 education fair。你甲我講，我應該來Australia讀冊。我為了你嘅前途，你運動愛來啦。OK 咯，伊是悉尼人嘛，我就去 Melbourne 啦。แล้ว咧，真啊！funny 嘅事，一個好笑嘅事，伊 the next day 嚇，特日甲我 FaceTime， 死人鬼，แล้ว你再講你買曉嘅咧，這變做較愛，唔在意啊，แล้ว after that 我人就 like short long distance 啦，本來是 KL 甲 Sydney，แล้ว當然是 Melbourne 甲 Sydney 咯。我記得到底 KL 時，你有去找伊啫，我記定當時。冇，伊來找我。我來找你哈，我記以往時有看到啲 camera 嘅，我記我錄音時。伊時我啲拍拖了。แล้ว迄時我都做一季讀 master 咯，伊讀 education， 我讀 communication 咯。แล้ว畢業嘅時，我就講差咩啦？我係講 short long term list 調去 short term list 喎。แล้ว安尼款嘅意思是我有通談 working visa 呢。哦。冇談未到 PR。哦。那就差咩啦？แล้ว迄時呢？我人就講我看到網頁有一個 free 嘅free 1點鐘嘅 migration agent 嘅 session 嘛，我就去討啦。然後伊講，你有大部朋友有啊，你拍拖幾年啦？我講1年半2年安尼款。你若愛交因哦，做咩事你安尼款問？你講伊隨互我，若是我家己討 working visa， แล้ว我個愛報我嘅。頭家暑假我 sponsor 我，即係愛4000塊澳洲類。特別呢，若是你交因，你會寫迄個4000塊，因為你會講，你唔知你到時跳對去 long term list， 你唔知你會頭家是暑假你會 sponsor 你會，所以你會。你嘅 future 運動是 sponsor 你做 partner PR 嘛？แล้ว你安尼款做咧，你就是愛學習1000澳洲類。特別咧，若是你交因，你會寫迄個4000塊，你寫 insurance 類蝦米，แล้ว迄叫物件，伊蝦米叫蝦米來我係紅，叫物件。嚇？會寫4000塊啊！咁樣交應交應你應你啊！嗰時啊，特別咧，伊是好啦，伊是愛 sponsor 我啦。特別係 as a result of this 是唔是？我家己心內邊有一個結，你知哦？因為我嘅 PR 唔是靠伊嘅啊，แล้ว伊寫 if there's any change in your relationship before you get the PR 是唔是？伊人會 report 你嘅。哦 ，which is fair 嘛，對嘛？你若是假交因，你就會着 report 嘛。所以我即個 relationship 內面，我真好伊面。
那是有别人别个查某 replay 这个 episode 哈，爱真清楚，你家己的目的做咩事，你爱去外国。因为迄时我人阁少年个，我因为家己为了家己的前途，家己惊。了，我伫想，我为了爱做工，去嫁互一个人，是值得的哦。OK 啦，我好甲在，我的翁是好人啦，但是我的翁无好人咧，安怎？有當時嘅啦，成日看到一般做成個，我一個朋友嚇，伊就是成個錄講嘅嚟看，伊直直用被拖 green card 嚇，伊嘅 status 嘅管理來 control 伊嘅boss 就。特別我無 control，我家己 你 feel 到啦，我朋友嘅翁就成日看咧一個派都就伊翁，所以翁直直嚇直直做伊 quite abusive， abusive 是 physically abusive， 特別伊只 control 伊嘅特別講伊特別唔知做直直嘈伊物件講啊，你係物件冇冇用啊，你冇用我買拖啊，你係咪物件可能所以佢嚟 control 也做 power 嚟 control 你，但是對到好嘅翁嘅唔緊啊，但是冇好嘅嚟講，伊而家只嘢嚟 control 你。即係咪類 neighbor？即係你要講嘅。yes， 我覺得講過嗬。嗰個仔貴嘅佢就好嘅硬喺度嘅，哎呦。所以我甲夾着我嘅 PR 嘅時候。但係 neighbor 唔是未得掉睇嘅，定你唔是你掉睇？我啲小條嘅是嗰隻腳。嗰隻腳啊，冇掉睇嚇。OK，alright。冇我小條是掉睇。我都小條掉睇，不過即係唔是掉睇嘅，係掉睇。冇 neighbor。即係意思話 neighbor 特別意思話 more than neighbor， 意思往 possible 做隻往隻 close friend 嚟，所以隻 close friend 後我就特別拍得我喺度整讀冊嘛，特別個讀冊，有我本時特別個讀冊，我常常拍得我拍過去，因為你有 boyfriend 做 boyfriend 嘅時候，伊點有教應可以嚇，有教應，所以伊教應可以有時伊點成日講我嚇，伊嘅硬就對嚟呢。伊就比較 OK， 不要對人看，我就奇怪，我唔捌看過伊真正爽快嘅人，伊隻真正哈，人無插啊咩物件，紅險做咩事？甲我講話，根本是講別人甲我別人4年，我小學做隻讀冊嘛。你紅險別講話，別講嘛，我就再講冇咁對皮啊。我捌拄過啊，我捌拄個攞刀啊，到啲California 都會知道到啲伊來證嘅時，我們拄到伊，我頂我真被打折扣就是，when 我拄到伊嘅時啊，伊翁只大殼種係講成。胖叫呢，講到下面講，做咩做生意啊？咩當咩？一直直講伊無歹話，因為無係歹話。我講，這是我是伊朋友啊！你教我到伊面頭前伊講伊無好啊！咩物件？你看，喲，我聽我不是甲伊啊！我個仔貴嘅，貴伊當今嘅翁真好啊！當然，然後有驚好個仔，哎喲！即係安尼人咧，曉到頭前人家講嘅咧話咧是到後尾伊是做咩啊？然就是了安怎伊衰干怎啊？伊衰干怎啊？伊啊教引條甲伊個啊，甲我朋友啊，伊一個 girlfriend 到啲馬來西亞，背對嚟馬來西亞找伊 girlfriend 個啊，該บอก講啊，我要找我 girlfriend 啊，รู้啦，嗰陣看安尼歹看一個你就成日我特別去找，來就他們去找伊 girlfriend 到啲馬來西亞是講講伊嘅錯咋，歹啊！แล้ว伊嘅X 是 Malaysian 嚟啊 ，Malaysian 嚟，然後但係伊唔是 BR， 伊是講是你好潮嘅，好撚嘅。伊是 BR， 唔是港兵。啊，冇包講啦，有幾嗱嚟人啦，伊並嚟做工嘅啦，每伊先 OK。而家當見 mixed marriage 是真平常啊嘛，而家是 mixed marriage 真正少嘅咗，所以10你9你嘅了是迄個成個就講啊，你打波吹波波了 magazine 咧，有冇你叫 catalog wife？ 所以90年代啦，我包講，幾嗱你打波一做工嘅每看伊啊，介紹每看伊是伊人感覺阿莫包吹波，阿莫包真好料，吹到我。แล้ว每個阿莫包是去大陸捌着我，咪伊人想講伊係迄個 magazine，嗰時伊係迄個 agency 啊，較好料 mix match 咧 screen 哈，伊講會使介紹互伊哦，阿莫包講
我而家看你咪做健行，咪個教教呀，個會攤累，會做健行，個教講話，個會曉 socialize，係咪佢？你諗下，感覺 it's a good agency 哦。那會個阿毛包講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巴魯卡仔講，伊人想講是阿毛包是 mail order bride 嘅。阿毛包講，冇，我是啲大歐巴掉伊嘅，伊教因我咧做歹命，佢都唔知啊，做歹命啦，當今就要做工。伊人講話了。แล้วอีหลังอามาก็เบกว่า they kept fishing you know ลูกปัดอีจอกูปัดอีจอกูแล้วลุย process เองอันนั้นแล้วอามาเป้าโบเสียวเดียวจ้ะบัดโตบอยสิบัดลูกกระจายก็อีหลังเสียวก็ว่าสิemail order bride 阿嬷阿嬷包是阿嬷ติดแล้วว่าก็มวยต่อจากเขียนกี่เขาว่าขวา有一件是有影，伊是有影爱找，伊是伊袂晓 socialize， 伊只坎坷的啦。你看到伊袂讲话，袂讲awkward 的。有只伊安怎？伊当今到 Korea。Because 伊到 Korea， 伊讲伊只suka Asian 的查某 ，because Asian 的查某无，伊讲较优秀。and 較 respectful แล้ว伊講伊 because 伊是講咧 timid 的人，伊是講 timid 的，所以阿毛包一頭甲伊講笑嘛。你嘛是去 Asia 咯？有影一頭就伊 apply 去做甲阿毛車，當伊做 Korean 甲阿毛車，伊甲阿毛車伊 suka， 伊講伊 suka，because 阿毛包伊轉來是阿毛包拄着伊，大咧毛拄着伊。แล้ว什麼問伊講 What are you doing？ แล้ว伊講伊做 Korea， 伊講伊做阿毛包拄着伊是伊做 Korea 做工唔知4-5年，because every 2 years 伊 renew 伊 contract。แล้ว問阿毛包講伊有捌着 Korean 嘅查某，未捌着 Korean 查，阿毛包講伊唔敢問，伊無問。我講安尼第要緊嘅是你問伊有捌。Because that's the issue. 伊唔會教因，伊是真好嘅人嚟。阿毛包捌伊到 India 都捌着伊個就，伊會爹甲阿毛包會爹白白大 atomic energy 做 engineer 嘅，所以伊人到 India 都捌了是分開啊來這邊嘅時，個再捌到對，個再搣到對了，伊大個 Korean 咯，大 Korean 呀，大 soul， 特別唔知有帶到 Asian 嘅冇啦嚇，這是90年代嘅故事嚟。OK。都創掉 ，I'm your mail order bride。但唔是啊，我特別我感覺條本啊，我成日咁 Bruce 出奇是男人成我是我 Sugar Daddy 嚟個 ，please Sugar Factory 呢？有就好啊，會知條 order 一個紅還是一個寶，哇，有安尼條件，個了會曉煮車，會曉趁錢，會曉一個個緣投誒，哇，是水嘛？愛買，大家人嘛愛買。Hi baby， 對喎。Yes baby， 喂，做咩事？係咩事？你俾媽媽嘛 ？Daddy 冇地，伊個爸冇地，就難看。起來啊，餓落啊！哎呦，臭皮家！你不，哎呦，我跟你講啊，頂一禮拜好像 emergency 就 try 去 ER 啊，伊是好像係串被愛困就到困幾24 hours 冇出來到啲伊個處於咗就，然後還咯，然後 try 去 ER 咯看，然後 next day 是去伊個 vet， 伊是 ER 講伊個 condition 是 OK stable 啦，特別。我叫我媽仔介紹是出去自己嘅 doctor 咯，所以我拜是出去 doctor observe 拜一幾日拜字，我家去出到那，講伊 potassium low，所以當然就食 potassium 咯，食緊蕉。你可以見隻食，伊會食。冇啦，伊食藥嘅薰嘅 potassium。哦，有誒，pet animal 誒，哎呀。我冇吃到伊個迄個啦，伊個 potassium 是愛咩 ？Are you hungry？ 你個真係叫我好嘛？有誒貓甲狗屬個食緊蕉嘅咋？哦呀，有呀。伊別使落人食誒 prescription diet 你只看，哎呦，千幾塊啊，看落君，哎呦伊。你冇 insurance 啊？我好在我有 insurance， 我有 bad insurance。哦，是啊，冇到解。哎呀，你講得冇俾聽講過英國到啲英國所以阿韓成日看做，你睇當今個喎，當今有啥有淡薄陰影哦。有啊，有。有嗬。特別慢，我人
做 therapy 啦 ，couples therapy，安尼款走出来啦。因為即款 emotion 是真啊濟，然後我嘅問題是，我講紅落話嘅時啊，我係 thought process 是講轉來話嘅。哦，now 我唔知我人馬來亞人是，我講 Manglish 嘅時候。No matter how fluent you are in English 啊，你 thought process 是 Chinese 嘅。哦。然後真啊濟事是因為我安尼款講話嘅代志。哦。然後有一日伊甲我嘅 therapist 鬥伊講，伊逐擺冤枉我，我都無做呢款。我講下咪，伊講，你啦，你逐擺講你日安尼款做，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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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哈，我就是愛，哈，我愛去找 screenshot 啊，我愛去錄我家己啊，我無可能在厝去盜 CCTV 來聽我講過話嘛，是唔是 ？I cannot live like this。我講哈，我想了真久啊，我較知我心內我安尼款講話是因為我心內面就，你整天就是這樣的死樣的啦。所以是 mentality， 是你 mentality， 唔是 language 呢。mentality 嘅事啊。100%咱講嘅意思，往時咱唔是面講一隻隻是，and literally everyday 嘅意思嘅，是唔是？你是講？對。意思講你是，哎喲，你按照個隻安呢意思 ，instead of 你特接本身呢？啊，對。了，你我人講你就是這個死樣嘅講，伊嘅意思是講，你就是安尼款嘅死性，唔是我感覺你是這款嘅死性。哦。對伊來講，呢個紅毛跌嘅紅毛曬啊，是真係重要嘅 difference 嚟。哦。但我 take for granted 啦，因為一技巧了嘛，是唔是？你個冇咪 filter 啊，冇想。哦，對，特別即係有見喎，你成日講做國南嗰時候講到即紅毛嘅關係啊，係你就有見嘅，尤其是人 mix culture 啊。對。So，佢個要緊。話我係 IELTS 8啊、9啊、10啊 whatever， 特別你嘅頭腦是冇相嘅。意思這是BJ 頭腦嘅頭腦。BJ 差佢點會？我有一個朋友，伊有一個 hack 嘅，我唔知你會袂。I mean，你是not applicable to 你啦，是。伊講下句伊談 PR is because 伊有一個 girlfriend，伊是樣是same sex partnership，所以有一個 girlfriend。Based on that，伊談 PR，然後伊談 PR了，伊會 keep 伊會 dual citizenship because 在 Australia 伊個 passport 是 Amy 了，在 Malaysia 伊個 passport 是了 something 來等下面，所以 can keep，所以用伊個。Malaysia passport 背啲嚟咯，伊個東南亞嘅東南亞啦。對，the last time 我對去嗬，我攞嚟 passport 我本嘢嘅，因為那是下擺我人邊咧好嘅就是朋友啦嚇，朋友講嘅嚇，我有一個朋友。你係上線人啊嚇！In the future， 我馬來西亞有蝦米聽眾，愛安尼款教我做先。我係朋友愛肯做，是唔是？然後你嘅 passport 是一個入一個出就會了。用你是講上一個入特別上一個出啊？你意思是講 passport 啊？One in 加 one out。一個 one in one out 是上一個還是冇上？冇上嘅，上一個啦。即上個是我太 confused。我但係我冇做事咧，我直接就未燙咗做，所以我冇嘅，我就是咁樣俾個 passport。你嘅新嘅國家嗬，你啲嗰邊嘅國家，你愛對去馬來亞嘅時，你用你嘅新嘅國家嘅 passport 出，你到馬來亞嘅時，你用你馬來西亞嘅 passport，你對去你嘅。你愛對佢國家嘅時，你用你馬來亞嘅 passport 出，แล้ว你用你嘅新嘅國家嘅 passport 接。哦，明白啊！我你係咪國家都得用係咪 passport 啊啦？嚇嚟，有落。
你嗰會叫我問你這問題，你唔會話啊，少少，還是會阿閒？哦，我問你講，哦，我未曉，是唔是？我是唔是講你講我未曉？對，你講我未曉，問你我得閒咧，我得閒咧。我好個就係，你有好個就你冇聽我講，誒我唔知安怎咧嗬，然後我每次 feel 到成日講，我話啥我買咯，我都已經是到一邊嘅，我是會。I mean 我唔是成日我都冇馬來西亞 passport 啊嘛，所以我冇就講有機會，然後有嚟講我真驚，我可能就做唔到啊 ，nervous 就這麼說我驚，因為講嗬，我對出來啊馬來西亞，我有病保過啊，然後那時我有還沒出台問題，我本身對病保時我是直接運動嘅咯，還是啊直接行啦，所以我咪講我今日咪講成日做。沙拉物件就是因為我所以我接觸嗰啲用美國 passport 啊。有一個人甲我講啦，即個人甲我講嘅我相信 ，because 伊是做 security 嘅嘛。伊甲我講，伊講，嗰啲人本在講，真濟人有兩個 passport 接觸，像個韓講呢。伊講當今是世界無少見。所以做完款物件不要緊，伊講是驚講世界少見嘅事啊，政府有一種物件，伊會知講最最內 passport，最最無講，到時掉了還是艱苦了。哦，人哋是保庇唔通少見，阿韓。嚇，所以當今嗰啲是平安無少見嘛，所以若是講伊有影愛伊人會system because 有一個出嚟嘛，大。And then 像這國家伊人像 EU 啊，當今伊人國家接觸，嗰了是一個 boundary 啊嘛，所以伊講像這物件，按款物件嗰了查會到嘅是無當今無事無人查。伊講用款物件是比較緊啊，當今是驚講有物件出 problem 發嘅事啊嚇，了伊人會掠着，你知講你有了你無講，所以驚講有後果會出事未出事是安款呀。because 這邊像這人本是安款做。有真濟人用，佢哋錄好咯。但係 actually 咧，有真濟國家咧是無關嘅路途哦，是跟呀，像 Malaysia 啦、新加坡啦、South Korea 啦。新加坡未使讀 citizenship 啊，Malaysia。未使，新加坡真係未使。新加坡未使。Constitution 未使，Constitution 那邊有講，就是驚咯。OK， 特別咪是做 PR 呢咯。但係美國無關，我開你 passport 過你咪使無關。少，特別頂唔是馬來西亞唔是有人紅嘅咁，成日政府就講起講會 allow dual citizenship 嘅時候，我嚇，還是我唔知道大家睇點。你講咩啦？馬來西亞話都會講你成日 retain talent。We retain talent, so open dual citizenship. talent 佢了導出去啊！我是 bred to study overseas 啊，但係我唔是 bred to go out and not come back。所以我明白伊個 brain drain 是真係夠難。哦，誒，แล้ว即個第個啊嚇，係博大康。我，等我睇博大康，你當今到啲英國，你是定嗰個到啲台灣，你是安怎？你是台灣人，你是係咩人？做外國人還是咩人嚟講啊？叫我是到台灣讀冊了做工，因為我對去 Malaysia 幾年過，等我 continue 我嘅 master 當今度。哦，你個讀冊過啦？我當然讀了我嘅 master degree。哦，係是，嗰種學生個，然後你有上加有啥拍算講，想為你當然捌住過台灣，捌住過英國，你有拍算想有心想講，會看好比到外國大喎。I think 我講到我嘅第尾一站應該是總是我想會對去 Malaysia 嘅。嚇，第尾一站是你 retire 嘅時，還是第尾一站就是讀冊嘅時啊？係咪？我和我家己差不多，唔知嗰個35、36、40，我唔知。Actually，嗰個當今我想到對，若是想到對7年8年我離開 Malaysia 嘅時，我本無想到着我經濟會到這邊本嘅。哦，I mean 我無 exactly plan，it's just that
我就是有安尼咁我resources 夠啊，我感覺到我會使去 explore，因為我有我這個 master degree 嘅 offer letter 是 at the same time 我不是有掠到新加坡嘅這個工本，都做新加坡。就是你愛得去讀冊，合併還是去新加坡做工啊？路徑嚟香港讀冊。對，所以 eventually 我講到若是講去新加坡做工嚟講，就是一個就是去賺錢爾啦。OK。你我講到你係咪 call？你係咪 call 讀咩？我讀 music 嘅。之前當今我是讀 cultural policy，art and management 加 cultural policy。哇！你較早是讀 music，到台灣是讀 music 啊？我讀 classical music。哇！你是係咪 instrument？我vocal 啊？我嗰個 piano 啊 ，voice 個 piano。我係 major。哇！你叫隻歌星啊！做咩事都愛讀 cultural policy？嗱，你使去加龍橋伊韓國國歌啦，韓國那個啦酷。我安怎會讀 cultural policy 啊？因為 I think inside me 啊，我係所個是有淡薄 Malaysian 嘅，所以我感覺到，若是講我讀 actually 我讀 classical music 嚟講，我 actually 真 irrelevant 加 Malaysian 嘅。對，對。所以若是 even 我對佢本好是真 niche market 嘅，then 我特是看到嘅人都是你知來去係幾間啊，都是做 Malaysia。我感覺到as 我一個 Malaysian 嚟講，我愛 contribute to 這個 society 啊，我讀安款物件，人本唔知係物件，白配人嘅物件嘅一個，咱讀來做咩？所以點解我感覺到若是講我愛 contribute society 嚟講from 我本 at the same time 我暑假嘅物件，講我就是愛讀management 加 policy 嘅物件，因為cultural policy 在 Malaysia 真正伊人 actually 唔是無 develop， 是無人家 develop。因為真 sensitive 嘅事，特別伊人第尾一個 cultural policy 就是2021年，伊人叫 Darken 啊 ，which is 伊人 try to 因為當今 I think 安尼 after 60年後I think 20歲嘅人甲了，伊人慢慢有一個 Malaysian 嘅 identity 啊，所以慢慢了可能會有較好嘅 direction 啦，比如我希望講有自己我 explore 了，我感覺到我希望個有機會對去咯。你當今個有continue 你嘅成個 performance 你嘅 opera 嘅 live 個有 ？Not really， 我當今個只是真正我有唱啦，特別我唱唔是來賺錢啦，特別我是想有淡快樂啊，特別 mainly 我當今做嘅物件都是真正 academic 嘅物件啦，我讀甲這是讀嘅物件甲 discussion。你有 miss 唱歌 perform 啊？有時有啊，我都是會家己像講我 housemate 有安尼奇卡嘅 keyboard 啦，我有時拍，佢會拍，安尼唱。奇卡，因為有真亂嘅一個 keyboard 啦，真亂嘅一個 keyboard， 我自己會拍。digital 嘅時候，意思digital。奇卡。我以為你到台灣嘅時候捌南馬威啊？你會？對。我冇捌，特別我有朋友是家己做工嘅。家己做工本真艱苦啊！聽，因為你每伊是安尼講，因為你每伊是伊就是唔係成日唔係了時間，我暗暝物件本愛做就對啊。所以我家己做工嘅人啊，哇，就是安尼款，特是家己補迄款咯。你 OK， 所以你出面嗬，你特邊，所以你暫時是，本是感覺到你到這邊大學讀了對佢物件。你本是感覺到你會推去馬來西亞會 contribute。我感覺到我當今學物件 ，actually， I mean 我感覺到 Malaysia 真需要一個安尼款嘅 I mean 安尼款嘅feel 嘅人啦。當今 actually 尤其是成日你去即係咪檳城嘅時候係咧 Hin bus stop 啊，安尼款嘅 hub 啊。So 當今嘅 arts 係 arts management 已經唔是講I mean opera 咪係 classical music，it's about community engagement。
So 加成個 event planning use 安尼款嘅 technique 去做就是個 soft 嘅本咧，係 politic soft 啲咧，特別就是as 個 arts manager 嚟講，就是你愛安怎去用安尼款 element 還是福建話安怎變一個 event 安尼款物件。伊隻佢又會變嚟福建嘅 art revitalization something like that 啦，which so 我 really good yeah。特別我唔知個啦，我當今我 actually 我想，因為我畢業了過後，這邊有蝦米 graduate visas 嘛 ，which 我個兩年會使到這邊做工嘅。so 是講我 stay full 嚟講啦，個3年 ，then 我 next stop actually 我是想去日本嘅。你是否有乜讀冊讀不了啊？你？是我去日本嚟講都唔是讀冊啦，去看就是唔知啦，做工還是蝦米。係你 Japanese 嘅program 啊，你特別是你特別用你係你特一筆 of 你 skill set 去做是日本嘅。特別我講唔知個，因為香港馬來西亞日本有 JET program， 就是 exchange language exchange。所以那時候我去日本嚟講，可能我都是用日本話。日本話，then 去入邊做成個 translator 啊，你講咯。成啦，可能個喺你時我當今上物件啦，特別可能我時間過咗，我嗰隻病。我成日都白白做 student 嚟，都是 forever 讀冊。冇啦，特別唔知啦，可能因為嗰邊，若是講嗰陣時真正是真小過去嚟講，嗰個隨未了辦法過去，咪去嗰邊有咩 language course 啊，等伊嗰邊才做 part time 嘛。所以你想去。所以你想去日本啊？你是 I think 你是 still explore 個感覺咯。I think 我當見過，我講個淡薄辣個嘛，所以咪講 explore 個咯。哇！其實40歲嘅 settle down，你爸母佢就係累嚇，佢後你讀冊。我爸母冇累啊，我扮小可，我爸母學我累。我就是愛看強調就是先愛看會使去 next step develop， 我就去 next step develop 咯。哇！你直學，你我感覺到你是想佢要 explore 學者。我定到時讀冊是，係咪讀開了去啊？比較有工做呢。比我本是想看啦，我本唔知，我本未曉。特別那是定啲你去新加坡嘅，你講啥物講嘅 offer 你music teacher 呢個是即係啊，fit as the Malaysian 嚟講，啊你先攞嗰度哇，即係 I mean 有 like 3,000 Singapore dollar basics 啊。話去 Malaysia ringgit 佢就嚟當叫冇10,000啊。I mean for 我講哇，真濟啦 at that time，特別我就是感覺到，因為佢哋。我去嚟講 ，I mean 實在我人Malaysia 人去新加坡都是去貪錢。就是 I mean is there anything more than that？ 就是啦，你頭腦就是呢，你可唔可以 explore？ 可唔可以突破？你可以 explore， 可唔可以 learn， 可以 develop 呢？哇！我頭 OK， 別夾我貪錢，耍。但是人愛 times 3咗，應該嚟 Australia 做工，但是你為了貪錢啦，因為 Australia 嘅 work culture 比新加坡。咁你做個死邊死嚇？冇安尼貼。因為我阿哥大 Perth。Then 伊有甲我講，安怎你去英國大家嘅人啊，個巴肚以後無物件食，係咪？因為你睇你在之前 COVID 嘅時，當根本是真亂本啦。Then 伊講就是講，英國你安怎你來 Australia，which of course I put on my list 啦。若是講我想I mean 會使 try 啦，因為有 qualification， 若是講有 experience， 講會使 try，so I put on my list 咯。你感覺到對馬來西亞是用你兩項當今讀 skill 你 degree 加參你 masters 嘅 knowledge 參起來做時，你要做咩？你 dream？ 我 dream， actually 我這是有真努力過，我甲我朋友講我 discussion 是。你朋友是蝦米位人？日本人啊 ，Polish 啊，有誒無誒個了。我就是講當今你讀冊條嘅朋友，唔是讀馬來西亞嘅朋友，加馬來西亞嘅朋友本，我幫有解人 discuss 我講，若是我講 why not 啦，因為我講到成個
Malaysia 有真侪物件应该爱 promote 的，是像个 reading culture、financial literacy 安款物件。我讲我能做一个像个 community hub 那款啊。then 我能 invite speaker 来做安款像个 round table 的 education，which 唔是干那，唔是 unilateral， 是 bilateral。so 即係 round table 嘅 discuss conversation。then 本是 invite 無相嘅 culture， 我唔掛國別嘅人啊，伊人過來嘅時啊，我能會使有一個 platform 上嘅一個 bridge 嘅款去 connect 無相嘅人。像個人家了嘛是我講嘅，本是。因為人家了本是有家己 experience 嘛，so like everyone is so valuable like the experience，but 無人去講，無人去蝦米 ，then 都變無去，我個人都真怕生。so 我有想過啊，甲朋友講 ，why not？I mean 這個本是 quite meaningful 嘅物件嘛。你直頭無 totally 無 related 甲你嘅 performing arts 係喎。Actually，變家上家是，我變家上家是。成家是我當今 master 讀啲物件，個隻 community engagement、arts management、cultural management 嗰個物件。特別你冇成家，我覺得冇衝突喎。嚇？冇衝突咧，我講就 OK 啦。因為成家有真濟合嗰款物件，成家去 master 嗰款 ，actually 本是有真濟 performing 嘅 events 啊 ，which 我就 I mean 我 but musicians，you know。I mean， 我有 musicians 嘅 connections，which 我感覺到，本是有個 link 到對住咯。但係你冇 miss 咩 ？as a performer， 你冇成講你係 miss the moment on stage or？ I think 是安尼款嘅。I think I was like 加真係 intense 啦。我到台灣嘅時候，我 like nearly full time 都是唱到唱甲，真係唱到掉啊。特別 of course 我當今係 miss 啦。特別我 miss 嘅時，我都是家己吹機會都，啥把你成個即 outlet 啦，把你去吹，either volunteer 還是去 join community 嘅 choir 啊上面啦。OK。我就安尼看，我覺得會 satisfied 到我嘅本咯，因為但是講愛做 full time classical singer 本是真，that kind of life 本是真奇怪 life 嚟，就是你就是去德國，還是去 Europe，你 carry on， 你 go to opera house。但是講你 OK 嚟，唔 OK 嚟講，咪唱數你冇 OK 你買嚟講你去唱 choir，then 政府學你累安款，特別你貴死人就是安尼款啊。like 我陣年咪成日講我個係咪 I mean what's more than that 我就是安款想。OK。所以你嘅 degree 上家是你嘅 performing arts 係 MBA 啊，你看。上家是安尼款。其實這個是真新嘅 course 嚟啦。I mean 這個 course 可能是20年。20年 it means that I mean it's a bit lik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but it's more on artistic value. How do you use 安尼款嘅安尼真係重要，我覺得。唔係，我覺得 Southeast Asia 重要是因為 Southeast Asia、Vietnam、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啊，伊人 actually 獨立用即伊人叫 creative economy 啦，別人本身叫用即個字啦。This is creative economy。不知你起來甲我講係咪？講緊呢，今日講 about creative economy。伊上個是，我成日冇咪在度講咪咪嘅。那來阿咗只你邊咧唔是叫 mural 呢個 wall art。伊你是邊咧係 government commission，迄個 artist 來畫嘅嘛。所以，阮當有一個 consultant 甲邊咧嘅政府講。都愛畫這類物件，所以 attract tourism 哦。แล้วก็做個成個 logo 嘅 pride and icon 去，然後對 identity 係塊物件。So特別如果成個，伊就是安尼款嘅 consultant 咯。對。你成個我講到成個檳城，我唔知咱有去過成個檳城有真濟，當今有真濟迄個 market 安尼塊物件。特別你去 market 嘅時，你我講啦 ，like from my perspective， 你發現到伊 product 有時啊，有淡薄 repeat 嘅，就是蝦米，就是即個因為即個 arts education 無夠 strong，which fundamentally 即班人伊無夠 creative 甲 innovative 嘅。
變甲一出去時，伊就是copy 人 copy 佬安尼像。對，變甲安尼款的情形去，到馬來西亞，我感覺到我看到嘅，我去嘅規個 market 有安尼款嘅情形去。So as a art manager 啊，都是你愛安怎可能你 import 外國嘅artist 入來做 workshop， 所以變甲伊有無相嘅 stimulation， 伊刺激安怎去刺激伊人去 create 甲 try 新嘅 products。就是甲龍 interview 啊，做一個。上家是做咩數 Southeast Asia？ 誒，你冇叫一個。我打方 elephant pants 就你看，不是，我打方應該去 clubhouse 哦，夠有機會甲我 share 掉。clubhouse 係咩？我叫邊個 clubhouse 是成個邊個學嘅落 in 特別特別嘅。啱翻你。成個當劍嘅可能一段邊個學嘅人就在講話，特別。冇 clubhouse 不通寫冊了是冇？冇肯寫字。哦，本身寫字啊，嗬。有時講咩寫字用錄音咯，跟住用錄音去 message 人甲人講話是，你是講。對。So 你 clubhouse 你去邊個學見到 com 嘅網頁，然後你去訂 clubhouse 嘅 link， 你係傳嚟做做呀。OK。然後即係人啊 ，OK， 當今嗱你看你一邊嘅 clubhouse 嘅 member 或者安尼一人就，或者我 screen 你都看到，即係 clubhouse 入一粒嘅。即係嗰陣時 clubhouse 入面冇大媽炒米粉啊、炒粿條啊、煲鹹啲啊、未曬講賣青豆角十粒沙龍嗰陣時大學評論整個一啲個有個都知哦，一啲你未看過你條酒鏡即係你 clubhouse 加即係 Google Meeting 係咪冇先 ？Google Meeting 有時看到人哦，但 clubhouse 係講到 audio 呢。所以我攞屏幕做嘅，我攞屏幕有依是一個 app 啦，依是一個 app แล้ว有時你小你 join 迄個 clubhouse， 你邊個學見嘅house 嗬，แล้ว就是往即幾點嘅人，我邊個學見嘅人㗎了嗬，即是你特節每使發覺你使開房還是去人開房時你去 join 去聽人講話，樣拜幾即係南西樣特擺阿龍特擺開嘅房是拜二拜一。阿玲是拜一，阿玲拜一咧，日本嘅拜一嚇，你細個講日本嘅物件。南西是拜二甲拜四，然後阿龍是拜五。拜四有可能是南西有時會幫上班房冇條我不是。你去隨看啦，只正物件，所以就是成個我感覺條邊咧，clubhouse是成個邊咧學嘅錄音嘅事，特別 only 特節，你係做其實係做乜嘢？แล้ว拜六是ก็แล้วจำปอยทำให้หลัง來ตัว來講แต่มีบท topic เอละแล้วเคาะแล้วเคาะแล้วน่าสิ講จะ聽บทเดียว就是ห้อง吹起啊แล้วก็我講嘅阿什ลักษะเหรอ阿什ลักษะ是冇 handphone 嘅人嘅就一直來唔係有 handphone 嘅แล้วอี什麼 emergency 時間用 handphone 嘅有一 clubhouse 一去買電話就買 iPhone 就所以power 就 strong and then ลูกคุยปังเก่งแล้วไอ้สิ right ลูก just เหยียด wave หลังแล้วอุละให้หลังเองไงตัวสิไลค์คักแล้ว我對去看的是去特別 register ไม่จะเองเนี่ยล่ะลูกคัน過嘢是我注意看 because 我條 proof 係點好 OK 我等你 wait so 你咩講下面啦，我嘛是影響叫嘅，我嘛是點擺你唔是參講嗬我嘛是根本嘛佢會隻 iPhone 嚟參頂到你唔是頂到冇 iPhone Android 冇嘅時候點解冇 Android 對頂到我咪見啦我大學本是用 iPhone 嘅嘛所以你除咗你把這事你看你使即係人去確隻你當叫我是咩結果你是係咪行除咗嚟咧行險你是收到 email 嘅時候因為我到底因為大媽我到底看 YouTube 嘅時嚟我訂入去頭一個就是邊樣學緊 podcast 到底 live 所以你冇掉啲嘅你唔使講話落 email 我知我是頂個禮拜我看到 email then 我特別我未記起，我就做物件，我未記起講今次是有 podcast
last week 我想講我愛 join 了誒，因為我兩三年過冇講福建話嘛，所以我講到我 maintain 我福建話啫，所以我看到我講啊 come here join 本地我係I mean 我本地愛做我 assignment 嘅 event。好嘅就我錄完差唔多會了啊！你話諗緊舊國誒，所學當佢嗰時嘅戰爭舊國我嘅 battery 嘅啦，差唔多6點鐘喎，啲地址8點6點鐘啊喲！誒阿 John，下次拜啦，我能早起唔使7點講嘅阿妹9點。嗱，你就曬在啊！嚇，你就曬在啊！แล้วจากที่แล้วรู้ใจละเลยจากที่ start ในสิ唔知是啦ที่เป็น啦มาเลเซีย啦เลยกุยเซกอี globe อี time zone ติด shift จ้ะติด shift แล้วเลยคุณใช่ไหม say tricky อ่ะ嚟講話แล้ว阿妹เอาคุณแล้วแต่แล้วตัวคิดคุณแล้วฮัน start ที่ก็แล้วจะ講一กุยกุยแมว少我感覺到就อันนั้น看好就好咧 connect connection 啊你未真係 isolated 啊有陣時แล้วลูกเก็กซีเมซีอ่ะลูกเอียดหลังอะไรมากับลูกกองว่าลูกหัวที่สิลูกเอียดหลังอะไร我唔覺得到啊飛機都要訂咪 food 嘅事啊要訂咪 food 嘅事 order 嘅事啊咪是去 clubhouse 唔一樣老實講啊我俾講阿心啦sorry 豆嘅你講先老實講一句我迄陣時我有relationship 嘅 problem 本身啦嚇我個 house 嚟幫我下子哦伊做路你甲人講，還是伊實路個路好路未直接掉那款啲物件，嗬，แล้ว個朋友支持路那款。就是我是感覺 clubhouse 上好 because 成個人講貴了就是貴了誒。講貴了就是貴了，我冇人 judge 路，冇人。Yeah, there's no judgment. แล้ว那是人會幫手，人就幫手，人會幫助，人就幫助，人會勸路，人就會勸路。人會甲你講，就教你嘅講；未甲你講，就甲劍講。特別無人會笑咩，我人是無笑咩。三六三你記定之時，你講我要食咩物件？哦，講滷肉飯，你講唔係經滷肉飯啊啦，都食過啊，什麼啊？你講你看過？你咪是我講啊，我經你 salmon 啊，你 yuzu sauce salmon 啊，400好食啊，好個滯啊！我講我食掉。講了，整是。阿 John 我就是滷肉飯，呢回事啊！我就是啲，都即係我 email 都係咪？就是我直接聽阿 John 個冇報告，你迄個物件好食無食，係啊！哎呦，我夾小英好你看，當今 clubhouse 實嘅係小英嘅，所以當今我可能琴日我去開，嚇是呢，美國嘅嘢呢，上個是是咩？是咩？伊 first batch 是㗎啦，美國嘅呢。我所來有一款叫小英。伊是嗰啲 chat，你就 normal 嘅 chat，人成日開住 chat，特別我講 house chat 啊 ，house chat 啊 ，house chat instead of post audio is like post picture 啊。特別你特別好，你哋曉做本啊，你去 try 看，你特別 instead of 訂 Google 講話 start 隻線，即係好你第一隻 app，伊就出一條小影加 live，你係 go live 還是 at chat 還是小影嘅嘛，所以就係經小影。我唔使諗看掉成個時間啊 ，only US 呢成個事。我聽人講，我是感覺即係阿 John 呢，即係邊個學 is a very good support system for Malaysian diaspora。嚇對咯，咱啲國邊人。Malaysia 來啊，咱大國。Because 我家己事嘛，我家己事之類，我就了解嘛。Yeah, so 咱we are neither east nor west 咯就。แล้วก็แล้วว่า成。咱講是 common elements，แล้วก็แบบ邊人來，所以我是感覺即個是真正好嘅 support group， 有影是艱苦找嘅好嘅 support group， 這是我真心講，真正好嘅。你冇落去俾電話？對，那是冇啊，我乜你清彩你叫即個阿什勒沙去take scene 嘅 adventure technology adventure， 一是冇清彩咁你做嘅，我是明白。我是冇嘅人學我電話我幫冇，人愛學我電話我幫。你都冇興趣本，你就是講你冇用到伊迄個 technology 嚟做你有興趣嘅物件，然後 finally 你除掉一個，所以你日日愛學。對，冇辦法。我同你講，伊個 use 7 use 我夾就小英學兩塊一看，哇，真正好食咯！你好，好食是7 use 是真好食，use sauce 7是真好食，特別第一好食咩？伊個杯丸你知道？伊寫 rice ball 啊，你看你攞粒咩啊？介好食。onigiri 啊呢 ？Yes，對，伊就是 onigiri 攞粒係哦，你攞粒就粒呢，特別
伊南面上較有白淡薄嘅喎，有尼吉了。有參淡薄只隻物件，哎喲，死別好食啊！你我對那時候嗱，迄咖喱煲嗬，咖喱煲介紹我會叫我講下面係哪間下面啊？係咧嚇，哇 limited edition 嚇！我就有見我 set alarm 到啲馬來西亞，意思唔知3禮拜整 before 我背時計會使訂嘛，所以我訂，哎喲咧，伊內面個有迄隻飯嘅，成個我食咧salmon with yuzu 嘅飯，哇，死別好食啊！我等個不多個要呢，我個要食。食 lunch 個 ，OK， 講個名嚟啊！今次嗰係就少聽，有陣時講諗咪就會講嘅咧。after 落雨咩事 ，maybe 有佢垃圾佢佢擺，當啲 clubhouse 會，哎呦死流亂，แล้ว maybe 個當啲 clubhouse 時我叫誒啲我 dinner 唔係揾隻屎，等3點啊。clubhouse 咧，你個正好誒。你係咪物件袂曉啊？每人特有人會曉，有人會曉。我每人 airport 嘅物件。你即每特有人會曉 ，because 若是講人袂曉啦，特有人去吹，特有人去吹，แล้ว人過介紹來介紹去，แล้ว你家己過啥 review 嘅。即係 product 好或者 product 無特別啦，好別啦，個有照西話咩 deal 時佢咁講。曉樂你咪講咪曉樂。我誒每路外國人用美國嘅 visa 帶來邊 travel 啦，是講伊人過成日講過攞你無相嘅係嚟照，係伊人安怎啊？本是你的 jeep 嚟美國了，無插你其他路嚟講，你是當做 local 啦，I mean 你是算 domestic 咯。哦，所以伊人成講，你無想接 border 呢？哦，免過過 border 啦。但是你是上美國那邊啊，你是去 Canada 都無想啊。你若是來搞啊，是變做 domestic，你飛機即飛機你特別有 ID 呢 ，ID 特別就是你無 local ID 嚟講，你唔是比較大，你咪就係個 passport 咯。所以被摘你名可能。你要使飛就是叫免過 immigration 啊 ，because 都 already 接嚟美國嘛。哦。花車咪到國家應咯，過 border 呢。就是像個吉隆坡過啊，對，上嚇。哦，這是 intercity travel 應該是。你上個去夏威夷咪上面，你問 passport。哦，夏威夷都免啊。要堅持你喺這飛機都掉這 ID 嘅。對，你特別 ID identification 啊，所以你特別 proof 講你有名 ，proof 講你是係咪人肯定係咯。特別你特別會驚，伊 law 甲了 state law 無相。對。你特別正會記。有人 speed limit 無相。伊 state law 甲了無相嘅。嚇，伊特你 state 了你會使做係咪物件換化？所以頂到我一幫是 before 你 federal government 接來是，我是到啲 Missouri 我是教位硬是未教應嘛，未使教應嘅。แล้ว特別 California 會使，特別。你特別去 California 教員，特別對你正大嚟講，都是無意思嘅啦，對。所以變咗 until 佢哋 federal 佢哋政府講教了人特別成錢嘅事，佢哋貴佢哋攞貴嘅事，加特招掉成錢。所以我介使去往嘅你courthouse 面貼往嘅教員嘅字係咪？頂到是未使嘅，所以有頂到是到啲 California 你使教員，識唔識特別你去 California 百里位。你使出是講你 marriage 冇 recognize 咯。哦。你到底當今伊攞是講你到底得一招教英文好，加你特你招特別成錢。定到是冇嘅，定到所以是講嚇，你去到底 OK， 咱們講啦，咱講教英，咱講下你marijuana 就對咯。marijuana 有你 state 是 legal 嘅嘛？啥你會使啥 even Missouri 咪是 legal 嘅，你會使 recreational marijuana usage。你冇看我特別大隻嗨啊！冇啦，我就冇啉過，唔啉啦，唔係，你只臭，我是對我面女嘅話係，是 is 講嘅味，哎呦先我點整啊？แล้ว所以 OK， 我講啦，只要特別少一浪，實際 clubhouse 講住你講啦，冇我落雨唔少，喂 memory 了啊，冇看個 complain 個發上大，睇當你 internet 我仆嘅，佢講馬來西亞 internet speed 啊，是只快啊。變咗嗬，冇人 complain 講會發上大咗，定到 podcast 啊！哎呦，個貴心精嘅嗬，哎呦發上大未 download 啊，咪當然冇啊。但係講馬來西亞成功嘅 internet speed 快啊。แล้ว我會講咩啊？嘛？
會講咩啊？marriage same sex marriage。哦，對 marijuana，你冇想識，所以你未使成個講哦，你去 Missouri 嗬，去買 marijuana，有攞本啊，成個你特別你未使到啲 public space，所以你 marijuana even for recreational 特別到啲 private residence 到啲厝嘅嚇，所以你未使講我可以到正哦，我到正 Missouri 買，แล้ว我過去 Kansas 入灣啊，我到 Kansas City 時，我到正火車過冇內 state 啊嘛，所以你別使講到正 Missouri 買啊，嗬，去 Kansas 嘅處所，別使咋。到底 Kansas 係攞是 illegal 咋，所以你那是講你會有人做，特別是偷嘅，所以那是你有人會掠你嚇，去你出來掠你嘅咋，你是 illegal 到底 Kansas 個，所以你規則你特別注意你款嚟攞咯。OK，OK， 感謝各位聽眾先啦，最今日準備成啊，你諗就準備講話較濟嚇，使去 clubhouse，係咪你個記住個啊？冇啦，就錄音啊，是咁樣。OK， 所以了到時嚇有幾時冇大行咯，會去歡迎伊啊，伊接來本來即係本來福建嘅 clubhouse 時，看伊 figure out 啊，嚇？你知咩？我特晚 send request。